心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将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情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责。牵一半行问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一领被烧我。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Hello， 大家午安，安。来，我把我的 BGM 放下去。好，大家可以帮我听一下我的 BGM 以及猪猪的声音的 balance 还可以吗？大家午安，空邦哇，中岛好吼，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哇，我们快点把握这个礼拜少可以开台的时间，快点，我的休闲时间又来了，
大家午安，我是台湾个人是 VTuber 上台的迄个台湾 VTuber 迪卡屯足基でございます。都 OK 吗？谢谢，感谢大家的莅临啊！我的休闲时间总算又来了，为什么呢？9月开始密集筹备台语专辑，以及可能3D showcase， 然后外加一些布拉布拉布拉，还有那个布拉布拉布拉，还有最重要的这个礼拜六的布拉布拉是什么？V Stage 演唱会在咱高雄大高雄工业国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当然有没有看到我后面 pink 昏昂啊血有够水也水，刚好这个时间真的是选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哦。10月18号韩国天团天团不是天团。韩国天团 BLACKPINK 刚好要莅临高雄，所以现在我们高雄整个高雄变成了粉红色的漂亮高雄，是不是？来高雄玩一下吧，粉红高雄限定，只有这一周限定吧。虽然说我不晓得这个粉红高雄会摆到什么时候啦，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麦市长真的很会，超会的。对，手骨粉碎见面会。不来一下吗？不来被捏碎手骨吗？来都来了，被捏碎手骨一下是不是？我们 VIP 票券贩卖到明天哦，10月15号只贩卖到明天。我们还有少数的零星几张，不管是想被我捏碎手骨，还是说想去其他队伍，我不晓得其他队伍是不是有捏碎手骨服务。但是如果就是在握手会当下，您如果也想被其他 B 鹏鹏 B 捏碎手骨，也可以提出这个要求，看说对方要不要捏碎你哈。午安，全身骨折见面会，全身骨折可能至少一个人要半小时，是没有那个时间，好像听说一个人限定2分钟，但是以我的个性一定是必定超时，对，不好意思，我先说了，就是一定超时，对，每个人我不聊上3分钟，我不罢休。韩国天，盛宏，你当做刚刚是被盗账号不行吗？不行吗？好，可以不要抓我什么奇怪的语病吗？我的精明干练呢？好啦，所以呢，把握今天下午，我其实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办法歌，但是只要我唱了一首歌，就代表我完成今天的歌杂了，没有错。先让我讲完，先不要赶我。而且我还有左下方我们的大师兄。李赖虎的赖虎万圣夜，很厉害的3D 秀，即将在11月跟大家见面啦！而且我们大师兄的单场票，11月1号，好日子哦，好不好？这个待会跟大家好好的宣传个，我先放在这边镇压一下。什么稳定的包，我鸡皮干裂。好了，我先跟大家一一打招呼。最近虽然说忙专辑，然后忙一些可能 V Stage 演唱会的筹备，然后练歌嘛，然后还有可能明年3D showcase， 还有一些还不能公开的布拉布拉布拉，对，但是呢，我们大佬要进录音室的时间，我们也在安排了，有了口碑。对啦，今天是歌会，歌1%砸99习惯了，是，对，您各位都是我尊爵不凡的老面线了，对，绝对都知道哈。觉得我只要有唱一首歌，我就完成了今天的歌杂，对，绝对不是封面炸气。好啦，首先是他啦，准备进录音室了哈。Map 上准备进录音室哈，Map 上。请等我一一私讯您。基本上我们录音室尊爵不凡的录音时间会安排在11月初。我们时间已经先敲出来了，但是我还是会一一把这个讯息私讯给尊爵不凡的大佬们，好不好？好，请静待我的私讯。然后8月1号先生，然后接下来是浪薄荷，薄荷很坏，他的那个挖贝的那个 DLV 募资的订单故意不给我写浪薄荷故意给我写另外一个那个什么什么 N 啊害我搞错，找半天想说奇怪，我怎么没有看到薄荷？我想说奇怪，薄荷有啊，但是为什么我就找不到他？这样，汉迪拉下来追山者，准备被揍爆准备被揍爆，要揍哪里自己先想好他哇，你也给我小心一点8月1号先生三哥虽然说可能没有办法被揍，对，但是很开心您愿意
南下来看看我们的 V Stage 演唱会，看看我们美丽的高雄。然后有柳树先生，然后泽野先生，阿雄龙老师看到阿雄龙老师，觉得他真的很挺我们这次的募资专案，他是真的也是抢头香龙柱的前几名啊！谢谢阿雄龙老师。然后黑夜猫一拉塞，绿茶比较多吗？很棒，绿茶、乌龙茶都好喝。开关先生，这次有没有来呀？开关先生，期待你来哈。然后郑勋一拉塞，然后好。谢谢 Mabel， 然后看一下，立赫，生红。至于你要不要被揍爆，这我不好说了，自己先想好哈。然后我看一下，医药费吗？那个断ります。わかる？然后这位是牛妈いらっしゃい。等一下，牛妈的没有是什么？然后我追一下聊天室，谢谢いらっしゃい。然后等人拿工作的图来，刚好有时间看，是不是？然后。歌杂是什么福利吗？为什么盛虹那么喜欢那个歌？好坏哦！对，谁这么坏？他吧？你不是故意的，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然后路过的帕鲁伊拉塞，午安，大家。对，我昨天看到我们高雄变得这么美，真的觉得这个时间选的真好。你们知道吗？因为今年的 V Stage 演唱会原本不是这个时间。原本是稍微再更早一点，对，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时间有卡到我们的募资刚结束，对，刚结束，对，我的卷舌呢，我今天的卷舌音都不见了，画了发，我最近台语练到我的卷舌音都不见了，好可怕。罗伯伊拉塞原本是稍微在9月份会举办，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快点跟团员讲说不好意思，我刚好因为5月底要跑很大的募资计划，就是咱的 DOB 的募资计划Uber，对，所以我那时候跟板板还有团员说，我跟你们跪了，不好意思，我觉得9月中旬这个时间可能要办 V Stage 演唱会，应该是会卡到就是那个时候我们 DOB 的募资期，因为如果是办在9月的话，我们 V Stage 演唱会势必会在募资期进行宣传，然后一定会相撞嘛，大家的那个金流可能就会各种被榨干，虽然说现在还是被榨干，对。但是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觉得可以的话，我说我自己应该是10月份才有办法参加，但是如果尬不上的话，真的没关系，就是大家9月加油这样。对，但是感谢这次的团员们，尤里酱、板板、彤彤以及我们的51姐妹，对，谢谢你们让我就是我们择日择来择去，想说好，反正就是10月18号就这天了，对。那一次原本想说也是想要择10月双十连假的那个档期，但是刚好那个档期好像已经先被预定了，我们才预定到10月18，也就是这个礼拜。对，一切的缘分都是来自于美丽的错误。没想到我们高雄在这个礼拜变得这么的漂亮有没有？这个粉红风暴啊，就这么刚刚好啊！来。没想到我们这个粉红全集风暴居然尬上了这个 Blackpink 的这个高雄市容，一切的粉红泡泡、粉红风暴即将在周6展开，你们还不来吗？来高雄感受一下粉红风暴，以及我们一拳特点可能现在还来不及加购了，对，但是你们的一拳特点也是满满的粉红风暴哦，哈哈哈。Eurocobe 米娜，而且实体我们这个拳击手套实体真的超级漂亮的，太好啦！真的是这个礼拜跟粉红非常的有缘哈。精明能干没有吗？没有，牛妈，你去请那个春丽姐姐过来见证我精明干练，谢谢。一拳特点吗？等下看错人了吗？我应该没看错人吧？等一下，我已经统计好，我跟你们说哦，我现在很凶猛哦，我现在已经把一拳特点的那个资料，我已经统计好了。统计好，然后我丢给米娅咯，然后那个对盛虹有一拳特点，对，还很心虚这样，还担心自己记错，有啦，我的名单都在这边，我已经先送给米娅了，刚陶瓦，你完蛋了，你11月录音的时候，我一定要请大宝老师把那个视讯开到最大，看到你的那个。整个脸的细胞，我跟你说，我们订阅10月18吻的吗？不要这样啦，每次讲吻感觉都会翻车，不要这样。是你喜欢啊？说这是歌是好，但是我那个歌是哥哥的歌啊，姐不要，
我最近不会卷舌，不要这样，这样很好吧？不会觉得你在唱那个金片子吗？哦，太卷舌音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毕竟我们的母语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嘛，中文的部分啊，对，所以可能该卷的还是要卷一下。只是最近我台语练到好像不太会卷舌了，完蛋了。像那个回放那个开着吗？等一下，回放开着啊！等一下，我的回放为什么开着啊？我的回放是开着的。你要等我一下。申し訳なくてマジかよ。本当だ。ごめん。今閉めるね。今閉めます。申し訳なくて。那个时空旅人们，你们可能稍微重整一下，谢谢大家。我不晓得我的回放是开着。对啊，不是啦，丁爷，你的那个。我们烧腊店2代小开，怎么可能干掉？你那个数值不过就是18块，你在那边。我们丁也要赞助了那么1万多的那个跳主，对你而言不过就18块，对不对？粉红轮买是，我努力，好不好？对，不过我是跟教练讲说，原本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也是有安排拳击课。明后天拳击课，对，但是忙成猪了，猪都没比我忙，好不好？猪都没比我忙，所以我是跟教练讲说，我们那个时间先敲定，对，但是会不会临时忙成猪了，不能来了？对，可能我们再赖联系这样子。统计错，哪有统计错？我这边明明是啊，是圣红。你们那天不要跟我乱开玩笑，说你们就是明明有特点的没有特点，然后我真的会相信哦，对。我真的会相信，我这么人畜无害善良天真，我的卷舌音怎么不见了？气死我！我这么人畜无害善良天真，你们说没有，我就以为真的没有哦。对，不要就是对，之后把猪猪骗过去，然后就是失去了你的权益，不要这样子哦。周末好像会下雨，是，听说有那个台风，但是还好那个时间应该是不会来，顶多就是会带来一些雨势，对。我们的粉红风暴绝对不可以被这个台风所袭击，细胞看不到，你看啊，对不起，是毛细孔，不好意思。牛妈，你太专业了。对，晴天已拉萨，全套18，之前是粉红，或者就是鲜红啊。8月1号先生，你这么了解，不来一下吗？你都这么了解了，不来一下吗？追生者，你真的那天会整个见血，我跟你讲，你在凑我砰啊！而且我那天居然还要说自己碰好难想象那个画面。而且猪猪的爸爸妈妈也会去，花了饭，我的爸爸妈妈也会在那边，然后要在他面前说我很碰还要在他面前揍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事情你会想要不要去看吗？真的假的？汤包哥来都来了，你要不要被那个捏碎手骨？不是，汤包哥的手骨我应该捏不下去，完蛋了。我们 VIP 票券还有剩零星的几张，如果要下来的话很感谢，然后不生气的话，我们这次 VIP 的特点真的是很丰富。那不管是花800块来看我们普通票，或者是说加购3200，我们有握手会资格，以及就很棒的就是我们特点的回馈，都可以考虑一下汤包哥，希望可以看到您2、3我最近语言切换已经障碍了，所以我精明干练，就像你好，我是他这个超臭的。好，你们每个人都是布鲁斯1号、2号，对，就跟摩西1号、2号一样，对，反正你们就是我要臭爆你们，每个人都是布鲁斯布鲁斯好，布鲁斯你留长头发了布鲁斯你那个润发乳用什么的？可以把猪猪骗回家吗？应该是暂时骗不回家，我总是还是要把我们的那个一拳特点以及那个捏碎手骨大会把它完成嘛那会变成暗红色，谁会氧化？好，三个太了解了，小妮妮，而且。我跟你们讲，就是我们最近已经在敲大佬进录音室的时间了。小妮妮真的很腼腆，小妮妮说猪猪没关系，我真的不好意思进录音室，你跟其他大佬联系就好，好可爱，你知道吗？越是这样子，好想越是想要把小妮妮约出来小妮妮不好意思，姐姐怪怪的，对，小妮妮她跟我讲说她真的不好意思，她说没关系，把时间跟那个名额保留给其他大佬，她真的好可爱，你知道吗？所以我丁爷说什么不用卷舌，砰！我精明干练不砰，好讨厌。然后康荡跟伊拉塞，台风应该是不会带雨势，
希望不会带雨势，而且就即使下雨了，应该是还不会扑过来。即使真的要扑过来，好像也是20号以后的事情。对，那天会见血，应该可以过去看看吗？哦，汤包哥，谢谢你来参考一下那个，因为汤包哥都是那个三那边的嘛，然后可以过来看一下我们那个高雄海景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个摄影机的地方，对，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对，谢谢汤包哥。汤包哥跟我们讲说，那个山线比较没有摄影机啦。那可能要埋人比较方便，太了解了。什么金猛干练、吉米干练，大家们唱萨克，不要再说了3个，我甚至不敢跟他们说萨库拉刚下到底在讲什么，就让他们觉得是感谢就好了。对，我们感谢这个萨库拉的季节，感谢这个外销芒果，对，让我们的芒果外销就是闻名全世界，这样就好了。对，3个是我考虑不周。想看到血流成河，是不是？汤包哥，你来都来了，我说的是来都来说啊，今天我们相逢自是有缘，你来都来我的聊天室了，来那个下面那个3200跟800买一下，谢谢。来都，对，我们汤包哥不过32块嘛，对不对？是不是？小破块。哦，而且跟你们说，就是我肚子又饿了。我真的觉得肚子饿真的好烦哦。最近就是很有感啊，因为我是一个录音唱歌很努力唱歌就会很饿的猪，真的很努力唱歌就很容易饿，所以我常录音录到一半然后就有一些微弱的气息出现，大宝老师马上说：“哦，猪猪你饿了。”我说：“对，饿了。”对，然后我今天早上其实也有稍微在练一些歌曲，不管是我们原创的这个台语专辑之外，还有我们 B Stage 演唱会的一些歌曲要练习嘛。真的怎么唱都饿，怎么吃都不饱，现在又饿了，我到底是这是猪好烦哦。第二大师以来赛哦有台哦，真的吗？谢谢哦，我也是礼拜2，就是今天可以开台，真的太棒了，我的休息时间又来了。对对，老观众都知道了，开台反而是我休闲时间。对，因为我平常私底下真的是太过忙碌。会不会猪猪爸爸妈妈其实日文很好嘛？这个倒是你们可以放心，他们台语好到不行，但是日文呢就真的是还好。对，而且之前有就是大佬有私讯猪猪说，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可以带一些什么基金或者是什么养生用品给屯爸屯妈吗？哇靠！你们是想做台湾好女婿哦？可以啦，带都带啦，你们可以不用送我东西，但是送给他们，他们会很开心。是真的可以哦，对，但是不用太费心，没关系。你们想送个什么基金礼盒啊，什么贵格什么那个什么人参什么，我也不知道。对，反正不要太破费。但是如果有送给他们，他们老人家真的会很开心。对，嘿啦，3000个比较便宜啦，是不是？水饺，然后炖猪鸡，对我很饿，炖猪鸡，谢谢开关先生。然后雅晨，我们又证明了雅晨今天没有被盗账号，好，雅晨辛苦了。对，最近各方面的对大家都很忙很社畜，好好照顾身体齁。是还好你20号，盛虹你20号有种给我过来，我要看到血流成河，你再继续臭我，没卷舌啊，你再继续臭啊。对，很容易饿。好，雅晨没事。虽然说这边可能没有你的老婆，但是充满各种老公。对，好不好？任挑任选，好不好？那假性饥饿要注意，现在胃是饱的，但你大脑回忆力是饿的吗？可是我最近真的是，因为我也一直猛重训嘛，因为就是想说最后1个礼拜了，我要再把重训加倍，所以水也狂喝，然后蛋白质也狂补充，然后像我现在就对不起，像又好想摘花哦。我今天水又喝非常非常多，什么崩啦？福利熊，对，福利熊这次真的是没有空下来，但是感谢我们福利熊送福利，感谢福利熊送福利，然后对，虽然说那个柚子已经变成福利熊的小弟了，已经完全被收买了，但是感谢福利熊送福利，对，然后也感谢福利熊在9月份的时候也赠送了我们的水灵宝贝1年份的年资的蛋糕。那福利熊总裁可以再跟猪猪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之后的12个月，看说你是要补年资的部分，还是说您想要就直接把这个可能12个月每个月的回馈都赠予，就是我们水灵宝贝。没关系，你可以在私讯跟我讲，好不好？对，雅晨那天是被审核，对，雅晨很容易被审核，不知道为什么。
那谁去高雄做啥？大包装分享那个两后都要审核啊？对，你们可以稍微反省一下吗？为什么老是要被让 YT 审核？是不是？现场制作消波款，身上的水泥，等一下，汤包哥那句也被审核，要是去摘花吗？哦，直接给水梨是不是？天哪，你这个送福利直接送了1年份哎！也就是说，从我们天哪10月份开始，我们的超度压膜饼干，我们水灵就有口福了。水灵，我们这个月真的是非常非常和平。对，水灵上可能没有在线上，对我们这个月难得很和平，对，难得很和平，很和平。我的中文不见了。我们这个月难得很和平，对，但下个月开始我不晓得会被玩成什么样子。我真的说，水灵宝贝，水灵宝贝，你自己那个保重。在10月10号的感觉有那种跟帽子在悄悄嘛。我这个类什么这种基础都摄取还是2的，可以问营养师是什么状况吗？还是因为摄取的不够啊？因为最近我也努力在饮食控管，连吃12月龄蛋糕。我不要理你们了，我跟你讲，我等下摘花回来，我就不要跟你们聊天，然后我就直接割回，我就直接就是放置不理你们，我直接放置不理你们，不要理你们。难得可以开台，然后啊，我7、8月云端发票中奖了，是不是？谢谢。谢谢啊！汇款进来了，好，谢谢。等一下，好跳动哦！我想说，我要先切开一下那个画面，然后突然看到那个钱中奖的那个发票汇进来了，好，谢谢。我先不要理你们都好坏哦，都欺负猪猪，不好意思与会贵宾们，就是他们现在很坏。我现在先去摘花，然后等一下回来，我们真的就割回一下。对，我不要跟他们聊天了，他们很坏。测一下基础代谢吗？我代谢超好，好到一个不行。我的基础代谢很好，真的，因为太好了。会不会是这样子很容易被身体吸收还怎样？但是有啊，之前测过啊，就是太好了，你知道，好到一个不行。连母语。YF 是最大赛，很开心我们礼拜6可以见到大家，然后还在考虑的大家来都来了，我们票据买下去800块就可以享用我们高雄 Pink 的这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限定 Pink 高流，以及我们 V-Stage 演唱会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精心挑选的歌曲。对，我们这次歌曲真的是超赞的。而且看到他卡，我真的好美哦！其实我今天做完这个封面，我真的超想哭的，就觉得今年 V-Stage 演唱会可以在高雄办，然后刚好就是很荣幸的可以撞到 Blackpink， 然后高雄的市容整个又变成非常甜美的粉红色之外，又很刚好的我们这次的拳击手套又是小粉红，真的好美哦！这一切都是缘分啊！你们注定要被粉红泡泡袭击。等一下，我不是要去摘花吗？你们不要故意拉住我聊天，可恶！一定是那个谁拉住我聊天。我再追一下聊天室，等我一下。这就有热量摄取的问题。周5一请假，谢谢 YF 先生要南下了，谢谢你们，来就割一下。这不是乐趣，一点都不好玩。为什么你们乐此不疲？什么东西坏掉了吗？坏掉吗？应该是没有这种东西，坏掉的只有我的棚，谢谢。好，深红，我要斯密纳塞。1天的基础热量吗？摄取足够吗？的确，最近有在严格控管我的脂肪摄取量。好，的确是脂肪摄取量有在严格控管。对，哎呦 ，FKL3，你是吃糖了？你说这美丽温柔的全集美声歌姬迪卡小姐安上班偷挂台，感谢心头中，谢谢我们的高雄比我还美啊！我美不过高雄。我美不过大高雄工业国啊！谢谢你们。那问一下营养师比较好念哦。都吃高热量的嘛？我这边的话，已经有跟营养师稍微达成一个共识了。对，所以我自己如果要抓一个饮控的话，目前是有算是取得平衡啊。只是因为我的食量真的比一般女生还大，对，所以这个真的要严格控管。只是衣服去勾到，你们谁不要勾我衣服？
快受过 YT， 因为一直被审核嘛，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雅晨的留言可能 YT 判定就是这个色色那个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这样子。好，先去工作 ，OK， 柳树先生拜拜。审核哦，好像不中。对我开台3年来大概有喊大概那个365天乘以3等于多少？算了，我乘不出来，等一下。健身房 InBody 吗？我 InBody 有基本上每一个月都会测一次。对，喉咙注意一下吗？我一下还没开始暖嗓，但是跟你们聊到差不多，应该也差不多暖了哈。好暖哦，我就跟你们暖的，就跟你们一样暖。好啦，我真的去摘化一下，你们先背3D 晕一下哈。猪脚吞足鸡调味，猪脚吞足鸡调味。猪脚吞足鸡调味。猪脚吞足鸡调味。猪腳吞足雞調味。猪腳吞足雞調味。好，謝謝大家。調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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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暈結束，你們都還好嗎？等我一下哦。好，BGM 大小我調回來了，應該是 balance 應該是差不多。好，如果每句都被審核了，換個賬號看看嘛。也是有可能可以啦。1095，Map 上1095是什麼東西？1095哪裡暖嗎？濤啊，你不是最了解了嗎？哎呦，討厭，怎麼問我？小喵喵來呢，小喵喵，いらっしゃい，那閒聊了哈。3D 暈啊，是人文記事先生啊，我們最美大師兄，謝謝你的加入。來，我們剛剛
刚才在讲说我们大师兄，我们的3D 秀在11月1号要来了，大师兄赢了耶！大师兄超赞的，今天我看到大师兄送过来的这个消息，超级开心的，大师兄，我的最美大师兄降临，欢迎来到的第一个变的。对，我不晓得大师兄就是对于台语居然是这么会，而且是另外一个层级的，对，就是整个对非常的熟练的风俗感，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有空要去请教一下大师兄。大师兄，爱你，谢谢你的降落，感谢，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有没有看到猪猪后方？好美丽的高雄啊！谢谢你们降落到我们美丽的高雄，这样子，假装像降落到美丽的高雄这样，谢谢你们，谢谢。这边是小姨还是小西的降落，然后怀特比格，谢谢降落。Hiro 西，然后六桑。そして少龙 Miss Bong， 然后Lobo 桑，然后这位是臭老师也来了，王贝贝，好 OK， 先去摘花，我刚才摘花回来耶，大师兄，Yosage桑，听说你也要被揍了，Yosage桑，你好好筛选一下，想被揍哪啊？然后 TSAI 桑，然后谢谢你们啊，好开心哦。然后臭老师24个月猪仔专员，10月10号你生日，哇靠，你居然是双十宝宝，臭老师没有问题，臭老师，我那一天有机会的话也会带着臭老师制作的那个猪猪头饰哦。阿俊公主吗？等一下，阿俊公主，阿俊公主怎么变成了 FKL 桑了？然后像真的吗？雅晨，可能是不是？我们 YT 觉得这个账号怪怪的、涩涩的，我是塞水玲珑连结吗？开玩笑，那可是台湾本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来，师兄都给我，都给我，我最喜欢看了蓝色水玲珑什么的，还有那个什么蓝色什么眼，玫瑰同龄眼。哎呦，师兄讲的我都知道啦，开玩笑，可是我最美大师兄好，没事，雅晨，没事，反正我这边都会帮您审核，好不好？都会让您显示，好不好？二师兄你好，欢迎大家来到猪猪频道，感谢大师兄的伙伴们降落到猪猪频道。凯，谢谢你的降落，安，谢谢你的降落，安，谢谢安先生，安。人生失去乐趣了吗？不会啦，被 YT 审核也算是一个蛮乐趣的这不是我们恰恰吗？恰恰，感谢你的降落的大师兄恩师弄弄沙，我们的沙师弟目前我跟大师兄规划，可能有机会您各位都是我们的三师弟啊，有机会您各位都是我们的三师弟啊，对，玫瑰同龄眼啊。对啊，哇 ，FK 路上有 Q 到我龙飞先生，伊拉塞，谢谢你们的降落。我刚开台的时候还跟大家讲说，你们看，这个是我们最美大师兄11月1号，哇，3D 的单场专场超级厉害不只有我们最美大师兄哦，我们最美大师兄以外，我们李赖虎的成员都有。来，我们。早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我们马上把我们这个链接贴给大家，都给我点下去，你不点下去就是猪，嘿，对，跟我一样是猪，不想当猪的快点点下去，知道没有？可以的话，不只要点下去，还要买票，知道没有？对啊，一定要直接放在画面上的，因为我常跟就是观众讲说，我其实在募资的时候真的超级感谢大师兄的，因为大师兄那个时候就是有特别过来猪猪这边看之外，还有帮猪猪检查就是我的那个 QR code， 因为我对这些东西真的很不擅长，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你也被审核了呀？你也被审核了，我靠！我是觉得可能我们的 YT 会挑大佬啦，他喜欢欺负大佬，好不好？五仙景，五仙景先生因为你常常被念成五仙洞先生嘛，所以你才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是不是？没事，我居然念对了，哇，太棒了！对，所以就是在募资期间，我们的 QR code 非常重要，因为就是观众来去，上下，不是，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来去，所以可能
来猪猪这边停留个5秒10秒，然后 QR code 还扫不进去，根本就没耐心，直接关掉视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可能他们就不晓得我在干嘛，或者不晓得我在宣传什么，但是这个 QR code 反正他们就来都来了，扫一下，这个要扫进去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好大师兄我帮我检查说，猪猪你那个扫不进去了，还帮猪猪制作了就是可以永久的连接 QR code， 超级感谢。对，所以就一直挂在猪猪心上。对，然后之前就是一直想要跟大师兄约个时间，可能把就是我们前阵子制作好的专属悠游卡交给大师兄。对，但是就是可能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到大师兄的花果山，所以就是之后有机会移动到大师兄的花果山，我再快点就是跟大师兄约个时间，亲自转交我们这个非常非常专属的悠游卡，而且是就是我们 B 鹏鹏限定比较福利版的悠游卡这样。对，谢谢大师兄。哎呦，这不是我们长官吗？长官啊，你已经4肢都瘫痪了，你那天要怎么来啊？不管你怎么样啊，那天你稍微筛选一下，您可能想被揍呢，记得告诉我，知道吗？有点出头大胡，为什么出头大胡子要筛选？有像之前有那种形容上在骂人吗？会吗？可以闹闹哦，张卫健版本超帅，好不好？就是那念五仙锦，我不是五仙。是五仙锦啊，不是吗？刚刚明明是等一下我是念等一下，对不起，因为我最近被就是那个有特色的帅哥一直就是洗那个五仙级的火锅，对不起，我看反了，五仙锦先生，对不起，你被我改名了申し訳なくて逆になっちゃってごめんね。我看到病啊啦，拍谁啦？对不起啦，五仙，那你不要顺势改成五仙级先生，对不起，不好意思。必须一定要见面。对，所以等到就是就是有机会到台湾的某花果山，我再快点跟我们16大师兄约个时间啊！这不是我们五仙吗？五仙啊，我爱你，五仙！来，我们快点爬沙催泪。吴昕最近超级辛苦的，要就是可能就是hold 住他本身非常非常厉害的工作之外，还有那个漫画创作的部分，以及我们专辑台文校正的部分。天哪，吴昕的肝真的献给我们了，不止心脏，连肝都给我们了。吴昕，我爱你！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们11月15号很开心可以入围走中，真的是走中奖。对，我们的卡夹这首歌入围走中。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因为生而为 VTuber 的猪猪可能不方便亲自过去走，所以吴昕他会带着我的牌位很庄严的进场。但是我们还在思考说要打扮成什么。对，这个我就可能先卖个关子，然后到时候大家如果11月15号就是有看那个转播，就是星光大道的部分，就知道说吴昕带着我是怎么样庄严的进场了，好不好？对，我追一下聊天室，不好意思。然后刚刚测试一下2个字连 SC 都会挡吗？天哪，连 SC 都会挡，还可以指定位置，是可以的啊。如果你们不想指定，那我就我就朝那个，好，我不要乱讲。不是阿吹，不是 No 胖悠悠卡。阿吹啊，你也准备要进录音室？阿吹，我们这个录音室尊爵不凡的大佬有这个资格，那请静待猪猪私讯您尊爵不凡的时间哦。阿吹，哎呦，这不是猪猪吗？等一下，学哥，你是也被盗账号了吗？好，没事，就连我们他娃都被审核了。对，一定今天是用专情度来去做个审核，所以大家莫急莫慌莫害怕。什么花博卖一个？牛妈，你这句话真的超磕巴，可是我好喜欢。对，老娘就是这个朱棣卡在花博卖一卡通，在 FFK 卖悠悠卡，怎样？咬我啊！外地挡很多吗？没事，被挡并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就当作是你们太专情了，好不好？然后带那个游戏顺道控制抵抗做出生人权，可以啊，你们就敲一下就可以敲出生人权了嘛。好，五仙锦先生，不好意思，就是来都来了，改都改了，我就顺势可能就真的叫你五仙锦先生了，不好意思。然后为什么连猪儿子都在刷 No 胖优感？猪儿子很乖的被带坏，然后我现在追不到聊天室啊，它比较像是那个整个列入警示这样吗？都吃了吗？现案都差不多是这边被这边人围殴吗？不会的，怎么会呢？我们吴昕现在很重要，对，专辑制作完才有可能被人家围殴，不是？这只猪，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
然后排位吗？后面那种佛跳墙吗？这个我是不晓得巫师是不是会准备佛跳墙，但是我们庄严进场的这个主题基本上是已经会采用了哈。对，庄严带着排位进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看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觉得走中真的是很可爱吼。原来他们每一年的星光大道进场都有主题耶。也就是说，这次的主题是转身，然后我就在思考说，转身到底要转成什么？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好，转身感觉有一些转身成灿烂的璀璨的花朵以前，我们就把这个庄严的黑白的这个氛围留在星光大道，好，预祝自己可能会有好成绩、好彩头，好，不如就把这个转身以前的这个黑白庄严的光景留在星光大道，于是就被采用了，对，大概是这样。但是他其实是告诉我们，就是入围者是说，就是说如果有来生，你想转生成什么啦？但是本毕生他也不想毕业呢，嘿，我还有好多的计划要进行呢。所以说到转生，对我而言，其实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甚至是目前暂时不考虑的事情哈。但是我觉得转生我们可以结合台湾文化，非常之庄严、庄重。不是嘎起我来共享，嘎起得亚马西啦。你看，非常庄严庄重的进场，我们配上家孙无忧好不？我代代促讲完不？你不觉得非常迎合我们转身的这个主题吗？好了，大概是这样子啦哈，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追不到聊天室啊！等一下，对，台创季悠悠卡没有错，对。但是呢，在台创季悠悠卡要宣传之前，我们16月大师兄的这个一定要现在好好的跟大家宣传个来，这个太重要了。来，我们16月大师兄的单场票基本上现在已经是贩卖当中，然后10月1号8点就是我们16月大师兄的单场，然后啊，我们这次就是有喊16月大师兄门票。个人桌布，还有特别语音呢，怎么这么好？然后还有实体周边抽奖，好。然后如果是特点套组的话呢，来看一下哦，专属的背饰还有专属的贴图，粉丝形象道具，粉丝形象是猴子灵魂，超级可爱的啊！不愧是我的大师兄，花果山最美大师兄。对，所以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参考起来。总之呢。我们16月大师兄的这个会被我长期放置在这边，对，我们要这个猪的报恩，知道吗？虽然说我不是猫，不会猫的报恩，但是这个就是我的猪的报恩，知道吗？这个很重要，猪的报恩，一定要的啊！猪的报恩，对，我要做好做满，做到我们大师兄这个活动结束以后，然后。继续有时间，可能就开出其他团员的宣传之类的，因为真的是很感谢，因为之前就是可能有一些原创曲，就是在首播或者是我们募资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李来福的大家真的都很挺，达又帮忙降落干嘛的，我真的觉得，在我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能力，有办法反馈大家，我会尽量反馈，真的谢谢你们的照顾，真的谢谢，长女还要哭，投入很累人，你知道吗？吴昕那时候还跟我讲说，要不要那个什么少女什么白情？这位是蔡凯先生吗？你好，出这安安。对，我这次应该没有把这位蔡凯先生改名了。对，谢谢你来到猪猪频道。对，然后我讲到哪里了？对，然后我就说，其实我都 OK 啦，就是看要少女白情还怎么样。对，然后我说就是吴昕玩得开心比较重要。对，之后吴昕好像已经有跟大家说可能是道士了吗？好 ，OK， 可能是道士 ，maybe 是道士。对，但是到时候我是说没关系，就是大家不要太累为主啊。如果说想要玩疯一点也 OK， 对，奉陪。总之我可能就是会很庄严的出现在某个3C 商品上面之类的。对，唢呐一出，谁与争锋，比牛角好是吗？是要被大声哦，没有威胁，没有，真的没有，他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大师兄，我还要再跟他约个时间，我们前进花果山，我要找大师兄亲自送上，就是 B 鹏鹏专属的悠悠卡这样子，然后20天是师妹是搞错什么？不会啦，我们最游记
就大家都是美男了，是不是？我们就连沙悟净都可以这么美，对，相信就是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家，成为我们的三师弟也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大师兄？二师弟姓展，大师兄也是姓展啊，是不是？大师兄也是姓展，砰的砰。小喵喵，你说你今天是哪一位大佬塞钱给你？跟姐姐说你过来。唢呐太大声，我跟你讲，唢呐吹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很吵？可是我真的觉得唢呐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乐器之一。对，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卡甲就是这次有入围我们走中奖好好听音乐奖的这首本频道的第一首演唱曲卡甲。可以入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卡甲基本上这首曲子，我那个时候就跟大宝老师讲说，其他的乐器，看老师想怎么搭都 OK， 但是请一定要给唢呐，基本上唢呐很重要。这首歌唢呐就当作是主角，对。两位老师在后面哭，这实在是太刻薄。可是我觉得。两位老师贵为制作人大老板哈，我觉得他在那边哭好像不太适合，他就很帅气的拎着娘娘进场就好了。然后百琴后面让大宝老师哭，好笑。大宝老师，我好难想象大宝老师跟着哭的那个状况。师兄眨眼，要眨什么？我不用眨眼，不用眨眼，你看我眼睛瞪得雪亮的，根本就不用再眨眼好吗？你看雅晨这样就没问题啦，就没有被审核了，对不对？那现在要去现场帮忙哭，这个我是不好意思，就是拜托大家去哭啦，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白痴、太北蓝了。对啊，就是总之那一天呢，我们乌星会跟大宝老师以及娘娘啊，没有意外的话，大宝老师他们旗下的很可爱的阿青应该也会一起去，对，所以到时候就再看这些非常非常厉害的工作人员，还有大老板们怎么约这样子，这个猪猪就看他们想怎么去约，怎么去做这个主题，会很吵，代表你吹了技术不到家。毕竟是在台北，我们也不好意思要，就是可能舟车劳顿的请阿胜上去吹啊。包括我们这次卡甲这首歌是请阿胜来吹，你们知道吗？我们卡甲这首歌的唢呐是请阿胜来吹，你们可以找高雄唢呐阿胜，超级屌。对，这一次卡甲就是他本人帮我们把唢呐吹出生命，超级好听。在学校社团的时候，唢呐那个被邻居投诉嘛，这不是我们旅人先生吗？谢谢旅人先生，旅人先生在我们之前的抽奖活动加码的铝合金的五红花，真的是超级下趴，超级赞的，谢谢旅人先生。对，而且旅人先生很巧的是，之前很像就是求学过程中也有出现在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天哪，这些都是缘分哎！来都来了，你各位，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礼拜六有很重要的 V-Stage 演唱会，你们可以在你们置顶连结点一下，来都来了，我们粉红色的高雄，粉红色的拳击手套，粉红色满满的粉红风暴，不来一下吗？就很巧妙的10月，对不起，10月18号要展开我们高雄场的 V-Stage 演唱会，很开心。就是我们虽然说是跟 Blackpink 撞期啦，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居然就是高雄整个市容又变得更加的有主题性。对，所以不嫌弃的话，周六来高雄吧。来都来了，顺便听一下我们的演唱会吧。都听演唱会了，买票都买票了，顺便也加买一下我们3200的 VIP 资格吧。有握手会，对握手的这个力度，我们也可以比照去年，有些人想被捏碎手骨，我就是用吃奶的力气捏碎你。虽然说我的握力其实不是那么好，但是你们想被捏碎手骨也是可以当场说，猪猪可以大力一点吗？可以，我尽量大力。但其实我的握力不是那么强啦。对，我握力其实没这么强，对，就是把握最后2天能宣传就宣传，因为我们 VIP 票券直到明天最后1天贩售，不嫌弃的话，我们上方资讯栏点下去都可以做参考，或者是我们最美大师兄的这个你奈虎的那个万圣夜主题3D 秀一定要支持起来。10月1号晚上8点就是我们最美大师兄单场，好不好？大家支持起来，买起来，好不好？不买起来你就猪，不买起来你就是二师弟，不买起来你跟我一样都变二师弟，好像也不错哦，好像也没有不好啦，因为我觉得猪猪很可爱啊，对，
很可爱嘛，对不对？很可爱，两杯跟亮亮在那旁边看你哭比较好嘛。这个巫师要是为了我而哭的话，我只能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但是总觉得你的牺牲好像太大了，就帮我过去走这个莫名其妙的星光大道就算了，还要就是来都来了哭一下，好像感觉有点委屈。但是如果巫师愿意帮我就是饰演成这么敬业的话，我的好姐妹，我请你吃饭啦，等我。墨鱼跟阿雅准备好。好了，木鱼可能比较不会这么吵，但是相反的木鱼可能会让人家听不太到，因为毕竟那边应该还蛮热闹的。帮忙哭怎么脑中怪怪的？因为都会被挡掉，是不是？好，雅晨，至少像你的讯息我是看得到的。大道上面傻赖很可爱啊，傻赖的巫星也是很可爱。新修二姨拉下来，迪卡真的好厉害吗？谢谢，我的精明概念很厉害，我知道，谢谢。那就传统要那个摔碗还是瓦片纸？我真的很怕我这个入围反而被投诉，觉得这个 B 来乱的，你知道？阿胜超猛，对，阿胜真的很猛。抬棺进场这个我不敢要求，我真的觉得这个抬棺进场，我觉得我是过去可能会被列黑名单，你知道吗？有粉红，对，现场就是暗红色吗？对，双挂彩之类的吗？就8月好，8月1号先生应该下去忙了哈，打不到你。冯立雄先生，我谢谢你哦。感谢你的疼爱哦。不过旁边那个蜂巢馆吗？这个蜂巢馆的部分算是应该是大场的，但是我们的地点是在那个旁边，叫做どう読めばいいのかしら？博二的那个什么 Life Warhouse 吗？ Warhouse 是不是？天哪！読み方わからない。Life の Warhouse？感谢推广吗？一定要推广的。对，我超谢谢大家的降落，能带回家更好。猪的至少有3岁，对，猪很聪明，而且猪的体脂肪很低，不要小看猪。好，建勋，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这康可以加油哈。麦克风厂商应该要做客制化，全套麦克风给猪吗？好的，但是我这边是的确有观众，就是帮猪制作的，就是那个很可爱的猪体麦克风，给你们看一下。很可爱哦！我前2天还有就是抛出来，迪迦，谢谢大家！我们 V-Stage 演唱会的这些周边，这个是立牌，但是呢，旁边的这个猪提麦克风以及猪头饰呢，没有贩卖，这个就是隶属于观众的爱。我那天会带去，虽然说这个麦克风不能真的唱歌，可是我会带去拍照。然后至于这个头饰，当天再看说。要怎么夹上去？因为去年我夹上去，然后唱歌唱到一半掉了。我去年夹上去了，唱歌唱到一半掉了，你知道这多么的精明干练吗？我为了我今年一定要绝对不能碰，虽然说我要在现场讲自己很碰，但是我的表现绝对不能碰，所以我思考说我带过去到底要怎么固定住它。对，绝对不能碰。对。知名干练成绩手套迪卡麦克风是，哎呀，最后玲玲学长的铃芽出现了，玲玲学长已能见，我都有看到你们 VIP 资格的名字，我都知道哦。玲玲学长那个手骨，我应该是握不碎玲玲学长，但是谢学长每次出现那个铃芽好高，你知道吗？讲话都会结巴，撒玩具币。目前还没有忙的时候，8月1号生日被 Q 出来我追不到聊天室10月18号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来谢谢三哥，谢谢三哥，谢谢把地址都 Q 出来了超可爱粉嫩吗？谢谢武生景先生，谢谢，太强了吧！真的这是观众的爱，猪体很可爱，超级可爱的，对，猪体脂肪很低的。然后小天要被我揍，小天那天那个粉红风暴，各式各样的粉红猪体、粉红麦克风，以及我们粉红色的大高雄工业国、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等着你，来都来了，我们3200也可以买起来，被捏碎手骨的资格，仅剩2天，最后购票期限到明天晚上11点59分哦。喝口水，谢谢。效果十足吗？我不是演的，我那个真的不是故意的，我那个真的是不小心掉下来，超蠢的。我喝一下水，这是记得要带 PG 吗？有 PG 像现在在我的房间很安好，对，安好的在角落当角落生物，在博2里面的那个 Lighthouse 没有错。那时候呢带另外一个的时候呢，真的不敢动太大。
是不是？他哇，你就了解我的感受了，对不对？对，加快哈！我想要追到小天了，应该是最后了。对，小天啊，您不只有 VIP 资格，您还有一拳特点资格啊！我的名单统计好了，但是我跟你们讲，因为有一些那个赞助专案不是留本名，所以我现在还有一些很担心没有抓到那个，就是我们一拳特点的资格。你们那天一定至少就是要跟我讲说，有资格的不要骗我没资格哦，不然我真的会伤心哦。我就是太单纯良善，太人畜无害。你们跟我讲没有，就真的没有哦。对，不要让你们权益受损，知道吗？能要练到猪的体脂肪至少1周7练吧。我这个只求这个身体安好，还有曲线漂亮啦，是不需要每天练啊。对，我追到了，有吗？我追到了，可能吗？追到了，是另外一套衣服吗？又有围巾吗？啊，这次基本上大家的服装就是我们 V-Stage 演唱会的这个主视觉图的服装哦。对，我们尽量还原啦，尽量还原。有没有看到这个立牌？我们每个人都会穿的跟我们这次的主视觉图一样，好不好？好，我们尽量还原它。也希望我的头饰不要再掉下来了。又是布鲁斯，你们每个认识的不准跟我在那边豪小说什么是你是布鲁斯，布鲁斯已经被我气死我了！真的，布鲁斯这次又不来，每个在那边装布鲁斯没有用。布鲁斯这次又不来，好生气，可恶！要不然我这次原本想要让他尴尬到爆是不是？又在布鲁斯。每个都是布鲁斯，猪的体脂只有15吗？你都没有了吗？对，整个人都没了，超美的吗？谢谢。是布鲁斯，他是布鲁斯，会布鲁斯的大披风吗？对哦，也会有哦。也就是说是整体，我们板板已经用他的肝脏把衣服做好给我们了。对，真的没有一拳啊？是没错，趴趴熊真的是，应该是吧？应该我的名单列出来了，我没有看到趴趴熊的名字，我真的没有看到趴趴熊名字，但是如果有一定要跟我讲，知道吗？你们代替布鲁斯，好，没有关系，小喵喵，对，小喵喵，对，就是北部的大家真的是距离比较远，对，但是呢，很开心，就是我们高雄乡真的变得很美很美，对，不管这个礼拜你们是要来看 Breakpink， 还是真的下来看我们 V-Stage 演唱会，来都来了，真的不如一起来捏碎手骨吧，好不好？就还记得布鲁斯长什么样子吗？那个就是头发短短的，然后很腼腆，很清秀，瘦瘦的，然后他很骨感，很骨感的布鲁斯先生。不对，那个是1年前了，完蛋了。他真的很坏，讲摩西就好了，讲什么布鲁斯？布鲁斯威利，布鲁斯韦恩，布鲁斯摩西，不好，一定是化成灰就认识啊！不是布鲁斯的分灵吗？没有，一拳是2拳，不行，2拳实在是太过于那个奖励了，不行，一人1拳，这样才公平。你有过等一下，福利熊！完蛋了，我福利熊不行，福利熊，你到时候一定要跟我认清，你不准说你是什么布鲁斯，不然我担心你的一拳特点真的会没有。我好想揍你，可畏，你一定要跟我认清，我很想揍你。有鼻子、嘴巴啊，对，有2个眼睛，然后有2个耳朵，然后有2个鼻孔。你们在揍啊？等一下，不是，牛妈，你形容的那个是那个，不是你形容那个是紫妍姐姐，有2只鬓毛，有点像，小心他这是染金头发，就对他，对啊，是不是？就是他是骨感系的男生，捏碎手骨，拳头飞舞，双头享受真幸福。是小天，你准备好不好？准备享受。我忘记大家对我的第一句话，大家都是。NPC 对雅晨太好认，雅晨没有关系，对，因为雅晨去年送的那个邮局的那个什么睡觉的那个枕头好可爱，一看就知道是雅晨，你知道吗？就没有下去啊！不是，我真的觉得太诡异了，我真的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当天突然蹦出来。好，3个去送货，お疲れ様。不是，我回来。
等一下我要唱歌，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真的要唱歌，你们相信我，我真的要唱歌了，我真的要唱歌了，你们那个对，给点机会，不要让我又封面炸期，可以吗？谢谢大家，高雄真的越来越美了，然后很开心，真的是天注定我们要选这个礼拜啊，没想到会迎接到这么漂亮的高雄市容。对，虽然说身为 VTuber 的我们还没有办法就是惊动到政府，让政府就是把整个高雄的主题变成可能所谓的 VTuber 主题，但是很开心的是真的是崩黑什么 Blackpink 的 Hockey 哈，感谢 Blackpink 刚好在我们同一天开演唱会，所以像高雄的市容变得非常非常的粉红，对，然后也很开心，就是这次来参与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的这场盛宴的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市容，因为就这么刚好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就在我们这一次的算是会场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库之类的，所以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粉红盛宴，尤其是晚上真的美到不行，好不好？大家都来高雄看看我的故乡，我的高雄。不需要被认清，小天超好认的，小天超好认，我跟你讲，你不跟我讲我也知道，他娃也是，然后长官也是，不好也是，你们这几个超好认的，不需要讲，也不需要告诉我你有没有一拳特点，我马上揍下去，好，迅雷不及掩耳，马上揍断你们的那个什么哪一根牙，这样好不好？他有买，但是没有下去。哦，好，没有要下去，好，不要骗我哦。有谁被揍的时候跳出来？除了哦，对，今天有歌，我们今天可能要唱一下歌，要唱歌，对，唱歌，真的要唱歌啦！秋天枫叶已拉下，我真的要唱歌了，真的啦！你们陪我练习一下，陪我练习一下。有些歌不能出错，要很帅气的登场，陪我练习一下。好，我准备，等我一下。少了狮子最好认，对，那个少了狮子的长官，没有啊，推广杂吗？我们该推广的都推广了。我们 V-Stage 演唱会，对，最后 VIP 票券贩售时间只剩最后2天，今天跟明天。然后我们大师兄的单场票，大家一定要买起来，可以的话那个特点直接包了啦，好不好？稳赚不赔，是不是？又有那种可爱的粉丝形象道具，超级可爱的，对不对？还有我们大师兄专场，我们大师兄单场来11月1号，大家买起来，谢谢。这个是我回馈大师兄的爱呀，对，我的最爱大师兄，最美大师兄，放在这边。好的，前面只唱一首开场的部分，那天就出家人打扮过去。等一下，他哇，为什么你要帮忙？就是旁边的人超度念经吗？有像这种How you like 什么？Breakpink 的歌曲我不会唱，我只会唱一点点什么啪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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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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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要张买个 bill 我不会唱，但是就是很红是我们阿火的降落吗？阿火，谢谢你来看高雄市。谢谢你来看我们高雄市这么美的市哦！谢谢阿婆带领着他的伙伴降落到猪猪的频道，拜基。谢谢月润的降落，萌新吗？萌新你在本频道自称萌新可是很贵的，3800，可能要酌量使用，谢谢。没有，我今天真的要歌唱，我真的要歌啦，真的。然后这位是烈雷吗？阿婆，谢谢你微妙的自由，然后张立德，然后苦力嘎咪走上。米桌上伊拉塞是我们两栋伊拉塞，是美丽的海音馆，来都来了，大家，我们10月18号这个礼拜六即将举行我们的 V-Stage 演唱会的高雄场，而且我们像高雄的市容真的非常漂亮，因为我们跟韩国的天团 Blackpink 刚好撞齐，对，真的是蹦黑 Blackpink 的 Hockey， 我们高雄市现在真的很美，刚好我们V-Stage 演唱会的这一场就是在我们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蜂巢馆的旁边，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我们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一览无遗，我们这次粉红限定的高雄场景真的很值得大家下来看一下。不嫌弃的话，刚好我们 VIP 票券就卖到明天而已，有握手会，有被猪猪捏碎手骨的机会，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刚侠 Loda 当然来说没出息，不然是中中浓浓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在哭什么啦？那首歌最近好红哦。被染成粉红的高雄是真的很美，我真的今天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我真的是做到好感动，好想哭，你知道吗？对，虽然说这个粉红色不是为了我们 VTuber， 是为了 Blackpink， 可是我真的觉得大高雄在这10年来的建设以及努力，真的有看到很棒很棒的市容，真的很棒。对，吴老师整场就10几个字差。等一下，我注意一下聊天室。你要睡了吗？撑不住了吗？所以讲理的，你要来被我捏碎手骨吗？下高雄真的很美，真的是不是旅人先生？我差点订不到房间吗？还好，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对，我们算是旅游公关长。我们雪哥早在1年前就已经先帮我们这次的成员订好我们高雄某一个地方的算是旅馆饭店之类的吗？谢谢。对，用便宜的价钱买到了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点，然后让大家可以穿着西装非常帅气亮相，好不好？本频道的面线们群体约好要穿着西装被我揍，他们真的很奇怪，怎么这么适合出主场？不要问我，我只是觉得怎么会有人把歌混得这么适合？什么周龙龙志敏干的怎样卖熊大力，完整的歌词也没出息，对，真的是对我只能说很厉害啦，真的非常厉害。只要留言够快，就在这边哦，我追到了6先生，好，谢谢阿虎的降落，然后顺便这里有我们李赖虎的16月，我的最美大师兄11月1号的单场，请大家也可以支持起来。11月1号晚上8点的单场，可以的话特点买起来的啦，买起来了好不好？我们最美大师兄好稳赚不赔的啦，粉丝形象就好可爱的猴子，好可爱，大家一定要支持起来好不好？李赖虎的16月。很赞，以及李赖虎的大家都很赞，大家都要支持起来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我真的常常觉得就是 VTuber 之间彼此照顾真的很感谢，特别我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个人是，很谢谢大家都愿意照顾猪猪，谢谢你们，谢谢。对，有此等好事没有错，就是捏碎手骨。对他们真的很奇怪，他哇，你没有资格讲哦。住朋友家吗？YF 先生没有错，现在就是动用人脉的时候谢谢你们，感谢大家的降落。好，我真的要唱歌，我真的要唱歌了，好不好？再不唱歌，真的就是猪。虽然说本来就是猪，可是我还是想要冲冲隆隆、游刃有余的，把我这次 V-Stage 演唱会的其中几首歌曲，非常精明干练的在我们 V-Stage 演唱会台上呈现啊！真的不可以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们绝对要冲冲隆隆、游刃有余，尤其是这首歌。你们等我一下，我设定一下好，好的。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很快哦，希望我抓得到前面。大家，我的老面线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希望我抓得到前面啦。好的。来吧，桃子西瓜。本来应该冲冲隆隆、游刃有余，不是这首歌，大家不要误会。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这首歌。等一下哦，我抓一下某个东西，等我一下。快好了齁。好 ，OK。第一首歌没出息，
这句话20分钟听过。好啦，我真的要唱歌了，真的啦。连脚也可以一起吗？哦，我们手跟脚只能选一个地方，好不好？今天真的是歌会，真的都很捧给这种提前设定时间。对，不可以。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真的要很精明干练的。对，怀特比哥，我谢谢你哦。曾经是精明干练，游刃有余，现在是精谋干练。我打死我都不要唱出来。好，第一首歌，我们台摇版的卡甲，也就是这次很幸运可以入围本届走中奖的卡甲的这首台摇版，希望我抓得住它。Oh my god！夜头看起这世间啊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我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会去你关在，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梦境。适合哦，千年的孤寂，洒来予梦拍醒。历史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让我出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定到我拄着伊。大定来底，面线芳开，缠着缘丝，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我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会去你关在，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梦境。你没有开错啊！这首真的好适合哦。千年的孤寂，洒来予梦拍醒。历史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定来底，面线芳开，缠着缘丝，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
真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还在我的记忆存在，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梦想。谢谢大家。这首歌不是没出息啊！等一下，怎么又一次啊？那我再抓一次好了，你等我一下，我要抓住它。等我一下，我再练习前面就好。夜头看起这世界那匆匆，搁真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还在我的记忆存在，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梦想。哦，谢谢大家。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好好玩哦。好啦。再下去我会一直玩，这个喊麦真的超有料，谢谢大家。这周好厉害吗？谢谢啦，我前面总算有抓到了，因为台摇版我太久没唱，我之前一度抓不到前面，我有点担心。正式版要加上没出息，我们礼拜六拭目以待一下。对，因为礼拜六那天大家会很忙，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余裕闲暇，可以跟大家玩一下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好不好？对啊，要不然真的好玩呢，这个节奏超适合，真的。祝生的电音版嘛，我跟你们讲，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有机会。我跟你讲，宫庙的这首歌，祝生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安详宁静，它这个如果是台摇版的垫下去，我跟你讲，生命也会很喜欢，真的。所以我们其实有在安排中。祝生王世坚委员，好，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的专辑其实不管是什么曲风，都会有机会有台摇版。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不晓得匆匆隆隆游刃有余那个梗，那时候还有没有？搞不好有新的啦。Over my day body 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有匆匆隆隆游刃有余，对不对？只要我们世间在，基本上应该玩不完的梗，你们知道吗？我希望是迪卡基敏干练行为，好不好？陈诚怡拉塞，由于这办法匆匆忙忙，到时候我觉得看说你们想要怎么玩也没关系，只是我也在思考说那一天我们的节奏算是还蛮快的，那这个状况可能如果说我有喊出来的话，你们就一起玩，对啊，来不及就算了。就会邀请世界委员一起合作，不是我这个小小的 B 剧本，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你说到小花瓣也拉塞，在公庙上听到祝生电音版。我是觉得做出来，我还是会去给祝生娘娘听一下，对，因为这首歌真的很赞，很宁静啊，超赞。都已经说到祝生了，我们来听一下吧，就来听一下这首歌。祝生，烫一下鱿鱼，撒一下，搁撒一个。搁翕一个，烧酒的无有个，唔通偷年偷体也搁小看一个，搁等一个就好势。爷爷伊拉塞，去庙里拜拜。这个好耳熟，对，没有错。希望那时候那首歌已经可以有机会。渗透到全台湾了，对，这个是很棒的目标。来，下一首歌我安排一下，这是我们的祝生，来多听多子多孙哦，帮你马上脱单，好，然后下个月子孙满堂，不是太快了，越听越饿的歌。
好了，我们待会也可以稍微给大家饿一下，不可以只有我饿。葱葱我们游刃有余，好吃啊！哈密瓜一来塞，有去大港，有这个我知道。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政治人物，他真的很特别。来，我们先来助声一下。伴奏大小声，觉得要调整可以再跟我说哈。来，这首今年本频道第2首原创曲《祝生》。啊，雪莉宝贝拿下！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会听惜？谢谢3个。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越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候。我还以为我又要被刁说那个字都不会卷舌了，原来是字听起来更清楚了吗？好险！最近有在练一些东西啦，台语的东西。对，谢谢，有进步就好。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越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酒断开，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笑车，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越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心思乱。有缘相相，无因自这，传一歌寄梦痴强者，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光。搁遐一领皮烧
自生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谢谢大家，这是一首非常非常宁静的歌。结果我刚刚差点一度走心，然后他瓦力唱玛丽，没有卷舌，没错，也听得更清楚了，没有错。我今天讲话一度不会卷舌，怎样咬我啊？猪舌头好吃，你们吃不到。对，你们知道怎样？谢谢大家啊！祝声好听，好好听哦。得啦，阿崔是显杯啦，可以啦，祝声那娘喜欢的啦，对不对？我现在大概可以了解为什么台语讲久的长辈们，或者是有一阵子疯狂要练习台语的人，不太会卷舌了。因为我现在就是体现这件事情。我今天发现我很像有一些该卷舌的音，我会忘记怎么卷舌，然后反而是说有一些合口音的部分，我在讲中文的时候，反而会就是脑袋转不过来。就是例如说，我今天问我好姐妹好了，你今天心情不好吗？或者说你心情还好吗？然后我又不小心跟她说，你今天心情还好吗？你们听得懂吗？中文的话是你心情还好吗？还好吗？这样。然后最近这个合口音练过头了，你知道吗？你最近心情还好吗？因为台语的心是合口音，所以是心中心经，所以我最近看到心这个音，或者是有些刚讲，我都会不自觉的合口下去，然后该卷的不卷，对，不该卷的不知道在卷不该卷的也不卷啊，对，完全忘了卷舌怎么卷了。哦天哪！周六就可以咬，你确定咬得到？咬得到，可能就是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咯，就是这个人咯，你们要小心哦。对，所以刚刚他娃说，没有卷舌的地方也听得更清楚。他娃，你礼拜六给我小心一点，他娃。对，你们吃不到，因为台语不用卷舌，是的，没有错，大学环背。所以就是台语感觉有像大家说的说有一些发音是更加清楚的，但是我的中文也毁灭了，我的中文也不会卷舌了。这个是一个过渡期啦，就是说我在强化这个语系的时候，就是要转换成另外一个语系，有一些基本的那个肌肉记忆现在在调整中。所以大宝老师，我今天说中文发现我不会卷舌，好可怕哦！然后看到那个中文的合口音，一直想要去念合口音，好神奇哦。不太卷舌没事啦，没事。嘿，然后胸，等一下胸情是什么啦？这只是跟小朋友那个同时讲英文中文混在一起哦。鱼的英文怎么讲 ？fish 啊，鱼须是什么啦？云天来，欢迎来到的迪开平的，谢谢来到我们大高雄工业国非常美丽的市容，飞机，好美哦，真的是太美了。对，而且刚好就是在这个礼拜，咱蹦黑下面 Blackpink 的 Hockey 我们高雄市容香非常的粉嫩，然后没想到我们这次也很巧妙的安排了我们的一拳特点。非常粉红泡泡的拳击手套，现在在我手上结果对我的手套，你们皮给我绷紧一点哈，皮给我别个暗的知不？谢谢大家，很快的，我们礼拜六就是 Mr. 演唱会，对，来快点抓紧时间陪我练习一下歌曲，谢谢。有些歌曲不长，但是有些歌曲必须长，你知道吗？有些歌曲必须把它练好，合在一起做撒尿牛丸啊，是不是？其实撒尿牛丸，我相信他真的做得出来了。那个你们有被那个所谓的贡丸里面的汁烫到碰趴吗？不对，就是碰趴。那个金汉堂万宁软膏那个刚胸喉是刚刚被来啊，不是，我们金汉堂万宁软膏爸爸没有赞助播出，好不好？对，但是讲到碰趴，不晓得为什么就会想到那个。其实好吃的贡丸是真的会喷汁，然后真的是会碰趴，会起水泡的那种，来，等一下哦。
你们放心，我并没有要把那个金汉堂万宁暖糕还有什么奇奇怪的那个工商拿出来，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不会上当的。我们刚刚已经匆匆浓浓游刃有余的练习完2首歌曲，对，接下来我们不可以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们一样要匆匆浓浓游刃有余的继续我们的歌。对，我们杂已经过了，是不是大宝老师？港兄好不习惯。大宝老师，你那个可以好好选字吗？大宝老师，宣传甜蜜蜜台语语音包吗？无迄灯光密地台语的语音包已经过期啊，已经过期咯。很像那个已经档期过了，对对对，档期已经过去了。谢谢当时有购买的大家。对，520已经过了好久，没有错，我们已经要到年底了。而且我跟你们说，那个五星，那个五星真的是超挺的啦，来多挺，来就像我们这个雪猫老师画的这个这么挺如此的坚挺75C 好，童叟无欺。那么刚胸虎的是这啦，来刚胸虎时间。刚胸虎时间那个卡架嘛是爱吹落去咯。现在拿卡是版本的卡架咯。来讲文讲啥？咱即摆迄调理专辑，迄那个台语的老师，台语的师傅，咱有心要帮我祭坛咯，谢谢。伫咱10月25号到26号的台串季哦，台串季哦。我的中文不见了，台创季，我的中文不见了，对啦。对，咱H19 的这个摊位，这个摊位，底卡祭坛在咱五星的摊位哦。来，团家吹来，吧唧，来跟你们看一下那个抢地图。然后我发现我的 BGM 太过大声，你们等我一下。好，就这样。来，感谢我们面线的爱，我们面线真的是排除万难的把我们非常非常审核困难的悠游卡真的把它具现化了，好不好？台串季，好，台串季好随便啦，现在啦。总之呢，10月25、26，如果刚好您有在那附近，台创季的悠游卡等你哦，谢谢大家。这个位置图我会之后再 po 在那个我的 Twitter， 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来 H19 就是那个色色的 H 啦，色色的 H 但是朱迪卡的这个没有色色这个没有色色，你才色色，你全家都色色，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串世纪，对，震惊的挺，对，震惊，对，都居了一片谁？我跟你讲，这个就是那个雪喵老师有帮我塞一些那个猪脚在里面，我真是非常感谢水喵老师啦，看起来好赞，真的是。各位大佬们，相信你们已经人手一张了。我跟你讲，一样是童叟无欺，绝对是童叟无欺，好不好？绝对是童叟无欺的。不管怎样，本频道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的概念。我们这个雪喵老师绘制的，绝对是童叟无欺的75C。就连我们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童叟无欺的这个3D 晕，绝对也是童叟无欺，好不好？谢谢大家。不管何时何地，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朱迪卡绝对就是75C。童叟无欺，这个换到这个3D 晕，这又大又晃的，绝对就是指我那个头上的神官帽，真的很大很晃，造成3D 晕，这个是实在是莫西瓦跟那个，好不好？绝对童叟无欺，75C，谢谢大家，丢哔哔哔，好哦，我追一下聊天室，你等我一下，所以啊，不嫌弃的话。接下来其实还蛮多活动的，对，但是很开心，就是谢谢乌仙可以让猪猪祭坛，因为我还在想说就这么棒的悠游卡，我到底要什么时候公开给大家可以贩卖？但是因为我自己又忙到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包装干嘛的，所以还好乌仙有时候猪猪我那个10月25号刚好有摆摊，要不然你过来祭坛好了，我说我过去寄寄爆这样子。对，谢谢，这是我们悠游卡，就是抢先会在台创季，到时候就可以有现货直接买回家。那至于就是有零星的一些可能没有贩售完的一些就是可以通贩的商品，可能之后再看说要去哪里通贩啦。大概是这样子。童叟无欺，有 C， 童叟无欺，75C， 童叟无欺。对，借底当阿卫什么那什么东西萌芽，居然有肚脐，对我也觉得好神奇，有肚脐。
25号去台南巡回拜拜，没有关系，我觉得未来还是有那个通贩的机会。还有不要忘了，我的 FFK 12月中旬有报名到，好不好？所以在我们高雄场的 FFK 也是买得到。我们首先是在我们松山文创园区10月25号首亮相，我们这个7组 C 同手武器很香的悠游卡首亮相在我们的台北。在我们台北，然后这是高雄的部分呢，我们的悠游卡移至我们高雄贩卖，这个梗绝对不能错过啦！有悠游卡绝对还是要在 FFK 做个贩卖咯，好不好？所以 FFK 贩卖会在12月的中旬 FFK， 好不好？线上通贩的部分可能请静待我们看什么时候安排，好不好？纸片中年人。然后好啦，会有线上贩卖，到时候我再看说，就是这次摆摊完，我们线上要去哪里贩卖？因为现在猪猪是完全没有时间包货的状况。对，松山，好不好？因为松山，可恶，对吧？我念错，等一下，松山，我的卷舌音都毁灭了。好，谢谢大家。总之呢，我的卷舌音毁灭了，我的台语进步了。谢谢，真令人感到欣慰，以及五味杂陈。谢谢大家，我们工商服务时间，让刚胸口时间到家为主，多谢各位，谢谢大家。我那个毁灭的中文，如果献祭掉我的中文，可以让我的台语更好的话，没什么不好啦，是不是？不差，没什么不好。毕竟现在在制作台语专辑，对，松山，好卷舌好麻烦哦，不想卷了。谢谢你们大家，谢谢。然后怎么这么多地方啦？一下松山，一下松山，好难哦，这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我跟你们讲，其实我今天在制作这个封面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很希望当天有机会唱给你们听，因为这首歌最近才热腾腾的刚完成，就是我们其中一首原唱曲。好了，不长了啦，反正在那个我们的募资专案都有看到，有一首歌叫做《他考点》，唱给高雄的歌。我们最近热腾腾的，它差不多快完成了，对。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时间距离我们B-Stage 演唱会非常的紧邻，所以我今天快点就觉得我今天做这个封面，我好想把《他考》这首歌在礼拜六唱给你们听，因为真的好，就觉得很有感触，对。但是呢，板板刚刚跟我回说，就不好意思，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个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因为这个灯光师已经把我原本要安排的那首歌的灯光都写好了，他说如果临时要改的话，可能灯光师爆炸。灯光师爆炸就我们的那个什么题词逐字不是问题，因为水灵宝贝1秒钟就做出来，对，水灵宝贝直接1秒钟可以马上做出来，对。但是像是灯光师那边灯光都写好了，就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做更改了啊，好可惜。我们期许一下会不会有明年的 B-Stage 演唱会哈？把我们这个遗憾留到明年。而且他考这首歌我们现在已经顺过去，其实已经可以现场演唱给大家听了，不过可以再更好。对，目前就是我跟大宝老师都是有改变的人，对，所以之后你们在专辑听到的他考老师会更加下趴，更加有感触的，对，所以不然就是我们把更加完整的他考有机会的话留到明年，如果还有 B-Stage 演唱会的话，希望真正把我们最终最完美的版本的他考唱给大家。对，大宝老师，我今天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我真的鼻酸了，我觉得高雄怎么变得这么漂亮？对，虽然说已经来不及更改曲目，但是我觉得好没关系，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定是因为这个他考必须留到明年给大家听到最完整最完美的他考。然后钢蛋啊！我不要念盛虹的那个，对，大港高雄配合灯光表演，对啊，因为灯光师的灯光都写好了，临时要改，对，可能我直接列黑名单，就连第3届的资格都没有了。来自于灯光师的压力是好深以来噻，能
南港展览馆官方网站光芒万丈哦，好难念哦。对，因为对我们的麦麦市长超赞。对，好啦，那虽然说有点小遗憾，但是我觉得没关系。那我们就把最完美的这首歌，如果我们真的还有下一届，然后刚好也在高雄的话，我们期许还有下一届在高雄的话啦，我这边集气一下。对，希望我们下一届就真的把我们最完美的塔考唱哭给大家，好不好？唱哭。哎，不对，可是大家大部分都是台北人，可能没感觉。但是我自己在台上哭可以吧？我自己在台上哭好不好？44之死。好，他娃那个40，谢谢大家。我们紧接着下一首歌，我们下一首歌是那个，好，我看一下他娃帮我制作的那个歌单，谢谢。直接略过。我刚有点斗胆想要尝试一下啊，算了。灯光师，不要再看我，灯光师，不要，我们要改，请不要对我生气。我跟你讲，搞不好改下去，我在台上唱哭之外，我们灯光师还乱帮我打灯光哦，对，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双输的局面，然后你改啊，都给你改啊，我灯光给你乱打，怎样？你再改啊，我让你改啊，灯光给你乱打的。和尚端他啊，好，我不要念。你们好，我现在不要理聊天室，我不要理你们了，我不要理聊天室，我们今天真的要歌一下，对，我们不只要砸也要歌，好不好？哦，来，我刚刚就是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肚子饿，对不对？来，别想，我开那个什么莫名其妙什么绕口令什么。你们现在想考验我绕口舌计划，我下次就插个旗在那边，看你们拔不拔得起来，拔得起来我就真的开给你们。不要激我，跟你说另类配合嘛。我只要把我不会念的略过就好。念不要和尚哦，博大嘛，然后哦，在跟什么炉烟的什么白月光对战中吗？好，然后聊天室超坏的，快唱歌不用管哦，不用管聊天室我就赢了吗？好，我跟你讲，这个棋真是一定要很难拔的那种，一定是超级难拔 ，rap 练习的。为什么我连练习都会说练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最近努力在练 rap？ 你们怎么会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我最近努力在练 rap？而且还是很帅气的那种，练到我觉得我的国语都不会讲了。和尚端他，我要是真的插了你们斗胆，你们突然就跟我今天打起来，然后我就开那什么莫名其妙的那个什么和尚端他蛋，啊！我不要念，我今天就插在这里，我要立什么旗啊？完蛋了。福利熊，你这时候为什么没有在上班？你这时候应该是乖乖在上班的，为什么我每次要立旗的时候你在？怎么办？我要立什么旗？啊，怎么办？有什么旗是你们拔不掉，然后又不会太难拔？我想一下，有什么旗的？汤包哥，你下去！汤包哥，你最好18号让我看到你玩捏碎你手骨。和尚对，和尚荡单杠，好，这个我会。和尚端蛋花汤上塔，好，这个我还会，就连棋台一起。你为什么知道我们家大佬会帮我把棋台一起拔起来？为什么小你也在啦？我想一下有什么其他可以很难拔，然后不好拔的。今天。小豪一改下去，灯光师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现在灯光师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真的耶，小豪，我们是不是要让他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一下？对，帮我列黑名单。不插我这边其实插就是被打的风险。来呀，我想一下。我想一下，这个棋不能让你们轻易拔掉。好，
右下角的小三枪1000块，我想一下要几个1000，你们大概有办法同热，但是又不会太难，可是又不想你们拔起来。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想到你们礼拜六还有交通费，我到底是要插什么旗啊？好，我们趁下那个福利熊跟小妮妮可能不在的时候，我说随便安排一个数字好了，反正小三枪都已经先帮我安排好1000块的，几个1000块啊？你看，几个1000块？我想一下，小妮妮，你是有被盗账号？等一下哦，1000块，1000块怎么办？要几个1000块？要不然，好，我知道了。那个，这个都没有说要拔起，就有力气吗？没关系，反正我就立在那边，然后有办法让你们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拔。好，就这样。这样旗子应该比较难拔。好了，随便啦。10月18号，然后这星期是 V-Stage 演唱会，有什么？有什么吗？不用插就不用拔了吗？对哦，所以我可以不用插，对不对？我只要唱歌就好，对不对？好，我只要唱歌就可以不用拔起了，对不对？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我来安排一下下一首歌。我真的太好 Q 了，数字多一点，安全一点吗？我要好，总之我先准备下一首歌，我就赢了。我就反正我就快点。好，反正先好，谢谢大家。什么速度真好玩啦！对，我只要唱歌就赢了，谢谢大家。来下一首歌。对，这个就要作死，你知道吗？对，这就要作死，你知道吗？因为插旗子真的很好玩。插旗子真的很好玩，你知道吗？因为会觉得说，我就插在那边，然后心里想说，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拔得起来。然后如果是真的拔起来的话，就花了发。我还真的要开那种莫名其妙的计划，什么叫朱迪卡尼利？我去那边等一下，我也搞不懂我真的是说到力气，不是啊，我没有说到力气哦，是趴趴熊突然自己滚出来哦。每次说到力气的时候，然后趴趴熊都自己滚出来哦。你们到底要不要我力啦？好烦哦！怎么做？我先喝口水。你看我们大佬就是这样子，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就是连那个什么旗台都拔起来的那个快感，你知道吗？他们这群熟男平常处事其实真的是文绉绉的，超斯文超理性，可是当就这个旗摆在那边的时候，他们的狼性跟兽性会被激出来，你知道吗？很可怕。从容游刃有余，我认为我是从容游刃有余，每次都在力气，对，最后每次都是那个后者，对，每次都会被完成后者。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个企划还没玩过，对，所以要立也不是不能立，不要讲在力行哦。行抖 N 支持吗？开玩笑，我可是抖 S 我就最会欺负别人了。你们在别台没看过吗？秀儿只是出现，就是说你拔秋鬼，你知道的太多了。秋鬼，你看的应该是其他的 B 捧捧，谢谢。周六可以拔起，没有啊？就今天，又你们，大家都爱玩。小丽就说都老熟了，男人当急不得。我原本是想说10月18号，然后立18个1000，感觉好像又会太难，然后10个1000感觉又太等你们了，好难选哦。就想要立起，我怎么知道被打？
可是其实那个企划我也蛮想玩的，因为很好玩。就是你知道那个企划，就是对我自认我自己讲话还蛮字正腔圆的，我只是现在这个阶段为了强化我的台语，我的中文就被献祭了。对，就只是这样子而已。你们信不信？那个时候，即使我被拔起了，但是我应该也是可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的完成那个企划。对，因为现在这个只是阶段性的，我的国语被献祭了，但是之后阵痛期过了之后，我的国台语应该是双赢啊，我应该可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的开这个企划。我在想，立起会到会变成，这是我期待。等一下，没有以来赛。那个影片是说啊，还说10月18号吗？哦，我有分灵体是不是？什么？我明明是抖 S 好吗？你们看着其他的频道，我超级抖 S， 对不对？怎么不信？我超级抖 S 的，相信我。现在棋插到哪了吗？还没插这些。我要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的，就是插这个棋，我要安排一下啊。是不是像那试好了？我跟你讲，男人到死都是骚年，我们小女孩也是5004岁的骚女，看过没有？我们匆匆忙忙、游刃有余。我跟你们说，18个太多，10个太少，12个1000，今天完成，谢谢大家，12个1000。好，我们小三枪你好，小三枪你好，12个1000，对，你们有种今天拔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这是什么绕口令，什么和尚端汤上的那个什么企划，我一定会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的这个开启这个企划。好，等到我这个阵痛期过了之后，应该会啦。好，12个1000，谢谢大家。好，18太多，10太少。你就折中12个吧，谢谢大家。对，12个1000，12000的部分，想说大家应该比较不会有压力，可是就是应该也可以有机会玩就一起玩吧。对，棋在手，跟你走吗？长官，你都已经献祭了你的4只，你都献祭你的4只了，你乖一点。好，12000，今天，对，就今天，谢谢大家。猜下去了，12个1000，我们小三枪中央舞为主，我们以小三枪陆队长为主，12个1000，我们今天弄下去，我们就可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和尚端他上大。我先不要讲话了，我要唱歌。我先不要讲话了，我唱歌啊！匆匆忙忙、游刃有余，没看过对不对？我忘记那个了，等一下，我的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呢？哒，这个，今仔日要吃啥？牛肉也是猪肉，往生就爱先来牵拍，用酒。甲酸啊，我情千拖，开拄啊甲拖，有咸有盐有味酒头啊，我的拖是上赞的拖，俗个好看，紧来如这，就香。就要饱，就胖，做团的米粉袂当对你讲。这首歌就是要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的唱啊。我情千拖，开拄啊甲拖，当蛤蟆吐沙，无心落地骹。我的拖是上赞的拖，俗个好看，花秀艳嘛，就胖，就要饱，就胖，
做拖的蜜蜂会当对你讲，搁彼一个，搁杀一个，烧酒火莫有个，唔通偷你偷摕也搁小看做做，搁等一个就好势。就胖，就胖，就胖，就要胖，就要胖，就要胖啊！就胖，就胖，就胖上加胖。若是你用爱用心主讲。全世界的彼名，谢谢大家。等一下，为什么长官？我为什么没有听到长官？长官，你是从头旗吗？等一下。长官，你居然抽了你的四肢都不在了，请问你是怎么抖内的？我就问长官，你的四肢都不在了，你是怎么抖内的？等一下，小山枪你好，等一下我的山枪，等我一下，我今天我就问长官，你的四肢都不在了，你到底是怎么抖内的？你用嘴巴吗？好，谢谢大家。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要把通知打开，比较有趣。其实我其实很喜欢跟大家玩力奇八七游戏，因为真的很好玩。到底看谁输，你知道吗？等一下哦，长官居然冲头旗了，等一下。长官，我这不就来了吗？长官，请问你是选持？等一下，你这个抖内系统，这个小姐是谁？你这样抖内系统其实是哪一位？等一下，为什么他会这么的粘稠？第五只换只吗？我们长官有第五只换只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这不好说，就跟你三枪的声音一样美了吗？好，不用担心，我们距离那个和尚端塔萨塔。好，这个莫名其妙的这奇怪的企划，我们还差11个1000，我们还差11个1000。对，谢谢大家，长官，感谢你冲我们第一道，我们还有11道哦，大家加油，大家加油，好不好？毕竟这个礼拜大部分我们的大佬们都要下高雄，我们的娱乐费基本上应该是非常非常紧缩的状况。在这个情况下，我绝对是安全下庄的，我跟你保证，我绝对是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安全下庄。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首歌，没出息，不是。好，我先试个水温。等一下，汤瓦，你不要突然出现，汤瓦，你一出现可能是那个后面多一个0，你不要吓我。我们汤瓦只是试水温，我们对，不过就是第2枪而已。我们第2枪出现了，对，但是大家莫急莫慌，我现在还是非常从容容、游刃有余，好不好？好，我们不过就第2枪来了，我们第2枪来了，我们年资第一大佬来了，他只是4个水温，他说了，他没有要一下冲10支，他只不过就是冲个2支，好不好？对，好，莫急莫慌，我现在还是非常游刃有余，好不好？对，好不好？三枪不是。小妮妮就是负责彩绘聊天室就好了。像那3枪什么这个小妮妮不重要，小妮妮一来可能整个10支就没了。小妮妮这个是我的友军最亲爱的小妮妮。这个3枪抖内系统跟那个 YT 可能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状况下，因为这实在是太过于麻烦了这个就不惊动我们的小妮妮，好不好？对这个就是小妮妮就彩绘聊天室非常厉害。对3枪的部分这个就对我们就可能就是静待其他大佬把它看看是不是？对，因为我们小妮妮一来，可能直接这个不止10支、20支都来这样子。对就是会担心少子化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对，我们快点把那个峰回路转这个话题我们关心我们这个台湾时事。其实我担心也不担心呢，因为
如果台湾的育儿环境并不会更好的话，那不如就少子化吧。因为孩子生出来了，你要陪伴，你要教育，你要教养，你要有足够的耐心陪伴他。他从很多的错误当中学习，并不是为了被打骂，而是为了要从错误当中学习，进而成为更厉害的大人，更优秀的大人。那些错误对他们而言很重要，但是因为现在很多家长真的太累太忙又双薪，他没有空好好教导，甚至因为有些情绪控管不足，真的因为太累直接打直接骂。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小孩子因此歪掉的话，我觉得那不如就少子化吧。孩子的成长不能让他歪掉。张毅温度还不错，不是，对，可以再加点热水，加点热水，比较舒服。不是三哥，对，三哥你拔什么拔？等一下，不是，我们现在在探讨这个少子化很严重，不是。猫破壳，记得卷舌。不，你18号完蛋了，我这个好强哦！对，我们浩浩老师彩绘聊天室成功了这个彩绘聊天室150块，谢谢大家。好，至于那个下方的棋，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因为像那4只，像才4只而已。好，像4只，12减4等于多少？等一下我想一下。好，我们现在还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我们现在还剩下8只，对，我们还有8只的扣打，我们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好不好？有点忙啊，这期代表什么代价吗？这个代价吗？你不需要知道现安。这个代价呢，对我而言真的是非常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好不好？好，我这个字正腔圆的猪，绝对这个代价，我也有办法 hold 住它，好不好？既然打开我的下方，对不对？余計なことするな。对吧？わかる。余計なことするなよ。这个我们小你不需要知道3强这个直接全拔了就完蛋了。少子化如果纸张变少的话，也不会不好啦。我们现在就环保，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提倡环保电子化，这样要少子化不可能不能说什么都会用纸。三哥第3枪，猫薄荷第4枪，我们还有8枪我们还有8枪，那我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是不是？12减4等于3。盛和，我谢谢你哦。看这是拿1000为单位就觉得不好说吗？为什么？因为我想说大部分大家今天就不是今天，对不起，这个礼拜还要来看我们高雄美丽的高雄市景，还要来听 BSS 演唱会，搞不好还会手滑买我们的周边。我就觉得说大家都干了，都已经干了，我绝对就是要立，就是可能完蛋了，我是不是立太简单了？等一下。我是力太简单了吗？他哇，你这样子一说，我突然觉得我是力太简单了吗？对你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是怎么了？你们是那一道彩虹，你们是没有看到那个彩虹的数值，你们是不屑刷是不是？一定要看到彩虹数值，你们才要狂刷是不是？看到猪就是那对，代价就是猪念 rap 嘛。我跟你讲，最近我 rap 念得很帅，对，我 rap 念得之帅的，好不好？等到我们专辑出来，你们就知道我在帅什么了。今天猪猪很有自信。不是啊，我只是觉得大家不是都要南下了。3强你打不开，小妮你不需要打开它，亲爱的小妮你不需要啦。嘿，3强什么的那个太坏不需要打。少子化不行，妈妈男生自己处。好，男生自己处理要都对，要清洁，对，牛妈跟春丽姐姐对，姐姐一下还是我累太简单了吗？不要跟我讲太简单，我觉得我立得很难，我觉得我现在很凶猛，我觉得我现在还有8道你们拔不起来，知道吗？我现在还有8道你们根本拔不起来，我快点，我再继续唱歌，然后不要理你们。好，我们接下来是 Bad Boy， 你们很坏。可是 Bad Boy 怎么唱？你们这群坏坏，我要用阿妹的歌献给你们这群坏坏，我好久没唱哦。好怀念哦，我的童年啊！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完蛋了，我的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做，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难道
就是我。你说的唯一有很多，你说的赚钱像烟火，你其实骗了自己，骗了我。我不想再问为什么，你不必再疲于奔波，我要找到最亮眼的自我。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那全是你犯的错。Bad boy bad boy， 你完蛋了看错行，我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你们这群坏话。好，这首歌叫做 bad boy，快点回去。你说的等一下在这里。你说的又看错好了，你说的是我离不开我喽。我不能证明是与否，也不想证明是与否，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原来你真是个 bad boy， 我一直无心纵容，那全是你惹的祸。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还有吗？我追不上了我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这里才是间奏都你们害的啦真的吗？伊拉塞 Saber 爸爸没有问题，本频道合家观看，好不好？本频道合家观看绝对适合我们老中青三代，就连我们0岁的小公主，欢迎来听猪猪唱歌。好久没唱了，真的很辣茶。哒哒哒哒哒哒哒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Bad boy bad boy， 怎么唱啊？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的匆匆忙忙游刃有余不见了。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不是的，你们听我说。等一下，又是谁啦？熊这样算2只吧？完蛋！趴趴熊，敬爱的福利熊，为什么会在我拔节的时候你都在呢？你一次拔2只，到底怎么回事？对，这样是2只。1、2、3、4、5、6，我现在被拔了6只，对吧？我现在只是被拔6只，对吧？过半了吗？换了饭。没有，我刚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是因为我在唱 Bad Boy， 我非常的不熟悉它。我现在还是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因为我还有6只的扣打，对不对？没有错。知跟知不分，不会的，这只是过渡期。我最近很努力在。阿燕谈猪猪，好久不见，一来看猪猪就有好玩东西，我也要参与。没有，这一点都不好玩，这一点不好玩。对，因为之后即使开了这个台，我一样会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知道吗？我现在只是过渡期，我现在只是暂时不晓得为什么不会卷舌，不会那个昂跟昂不会分。对，就是为了精进我的台语，我只是暂时献祭了我的中文，就是这样子而已。对，完蛋了，为什么剩下5只啊？
从刚到现在才过几分钟。我看一下，真的剩5只吗？什么喝剩？要不是上班不能出去，我是不是真的立得太简单了？塔瓦，你不准吃瓜！塔瓦，你点醒了我因为之前的棋都是1道彩虹、2道彩虹，我到底为什么要设个1000块？我真的是太宠你们了！我到底花了饭，为什么要设1000块？就跟你说，没有，我现在是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在那边很认真的开台唱歌给与会贵宾们，我们尊爵不凡的大佬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刚被盗账号，然后旗就插在那边，而且插了一个很简单的旗，拔完。小喵喵拔完没有要干嘛哦？小喵喵拔完就是姐姐用精明干练哦，好不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谢谢。虽然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还不会唱，拔完就是匆匆浓浓游刃有余，和尚端他萨塔，就是这样子，对，拔完就是绕口令计划。怎么会对你们而言，到底什么东西是难拔的？不然你们跟我说，到底什么东西对你们而言很难拔好了，好不好？我觉得我今日限定在尼托利挑选了歌曲《迪卡屯足迹的交击》，山枪学会惹，3匆匆忙忙精明干练。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在那边哭什么啦？没出息！我没有哭。你们到底是谁跟小妮妮说那个3枪怎么用的？我的匆匆浓浓游刃有余只维持了几分钟，15分钟，只维持15分钟啊！亲爱的小妮妮，亲爱的小妮妮，你不要学坏了，这个，对，这个就是3枪。这个就是3枪，你学坏了，亲爱的你学坏了，这个就是3枪。对了，我连滚带爬怎样啊？怎么会这样子？现在才几分钟，好，一次10只，对，本来应该09，本来应该冲，好，我谢谢你们各位大佬，对。小妮妮，对，就今天到我们教会你怎么匆匆浓浓游刃有余的，就是点开这个3枪，然后匆匆浓浓游刃有余的，就是输入了就是这个可能大佬的数值，对，学姐他们欺负我，学姐，我们的世间歌最近在台湾非常的红啊，谢谢大家，我的目标是12只。你们果真连棋台都拔了，15分钟是不是？15分钟还是10分钟？嘿，直接16只给我，真谢谢你们。我应该算数没算错吧？即使我是数学老师常哭晕在厕所，但是目前应该是16只吧？整合起来应该是吧？16只的爱是这样吗？现在匆匆浓浓，我现在还是匆匆浓浓游刃有余吧。谢谢你们让我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小妮妮，或许你没有办法有机会南下到高雄来听我们台摇版的卡甲，感谢你的10只。什么好快乐？长官你完蛋了你！居然不是你走，是小喵喵。所以现在这个是小喵喵，所以这个10只连滚带拔的是小喵喵吗？连滚带拔的是小喵喵吗？有机会。所以我说小妮妮，你不要拔了再问说要干嘛，这个就是大佬，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家的高阶大佬他们很妙，他们真的有过半数的，就是直接加我高阶会员哦，而且他们是因为真的很忙，大老板或高阶主管们，他们就来一下，来都来了，可能撒一下，或者是加一下。来都来了嘛，加完之后，然后我就是每个月都会私讯他们说，就是我们这个尊爵不凡的那个高阶会员回馈的表单来了，请大家填写一下，谢谢。然后他回我说这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我就说，所以你们大佬们不要就是
你们的会员权益要了解一下哦，你们会员权益要了解一下。然后大部分一半以上跟我讲说，哦，没有啦，猪猪，我只是想说支持一下，我不知道加这个可以干嘛。哦，原来还有点心的哦，谢谢，停一下这样子。他们不晓得加起来有点心，他们只是想说来都来了，支持一下，你知道吗？谢谢学姐这么喜欢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猪猪，我谢谢你们了，我真的谢谢你们。哎，对，我要很游刃有余。我们的企划好像10到15分钟就被扒了，是不是？哦，所以不是姐姐本人。是姐姐本人。对，等一下，我现在对不起，我现在真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了，是你走。然后等一下，小喵喵家真是个好妹妹啊！好妹妹，你过来，小喵喵，你先过来姐姐这边一下，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瞬间就教会了你的姐姐，你的小弟你姐姐弄会3枪了，完蛋了！来都来了就抖那一下。对，有些大佬们其实他们就是来一下想有高阶高阶看起来像很好加，对，看起来像很便宜，对，因为600块感觉太贵，他们就觉得3200像很便宜，因为3比6还低，对，他们说3200感觉比较便宜，好加一下，加完之后收到了我那个尊爵不凡的讯息，然后为什么有这个？有这个所以你们稍微了解一下你们自己的权益好不好？对，虽然说我知道大部分来都来了，就是完全不晓得那个3200要干嘛，对，3200就是尊爵不凡的回馈，尊爵不凡的首作，好不好？还没懂就结束，对，结束了。致敬我们亲爱的八旗大佬们，我们的长官，我们 Tauba， 我们薄荷，我们三哥，我们等一下，我先拉上来，先让我们站起来，某某，我们的燕蛋先生，这个燕蛋也很妙，这个燕蛋他每次就是我拔起他一定在，但是通常都是挂台，你知道吗？这个燕蛋就是我只要拔起他就偷偷摸摸出现，来都来了丢一下，继续去忙。你们真的很奇怪。对，3枪的页面很可爱，小妮妮，你学会3枪了吗？对，大佬们的投资，对感谢投资朱迪卡，让朱迪卡频道有这个正常健康的金流，好不好？感谢各位大佬们。既然我们小妮妮来都来了，也学会3枪了，又帮大家点播了一首尊爵不凡的价钱的卡夹，来抬腰板，再跟我一起练习一遍吧，谢谢你们。来，我这次感谢大家让我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见证了这一次大佬们真的什么样的棋都拔得起来。我精明干练，谢谢。你看燕蛋就是你，谢谢拔起，也谢谢你的潜水，好不好？对，燕蛋也是那个拔起大佬老面孔，你知道吗？每个都来了，然后不知道跟我一起潜水，然后让我就是觉得说稳了啦，没事了，然后每次都这样。下次力气要多加一条，本单位保有最。你看，牛妈就很会，牛妈，你来经营频道稳赚不赔。我真的认真觉得下次我一定要加上这一条，可恶啊！那个这健康正康吗？什么10月18有活动吗？晨晨是蜘蛛在大高雄工业国，那个应该叫什么 Life House？読み方わからなくて。とりあえず我们上方资讯栏点下去，就我们 V Stage 演唱会的售票网址以及我们的活动资讯，大家都挂台。你们等什么等？我这个月开台的时数这么短，你们还在那边等什么等？你们真的好专情哦，谢谢。奇怪，为什么我插旗的时候你们都会在？你们等什么等？我就问你们等什么等？来都来了，潜水浮上来偷看。好啦，谢谢你们啦，感谢你们又速拔起了，连旗台又拔起来了。对，我们10月18号 B Stage 演唱会刚好，我们韩国天团 BLACKPINK 也是在同一天，所以我们像高雄的市容非常非常的 pink， 就是我后方很美，所以很开心。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这一场，在我们 B Stage 演唱会的这个小库，可以让大家看到最完美的我们粉红特点的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所以大家从3点开始，然后
线下第一台，对，线下一次抵5个 VTuber 的这个台的这个现场演出，然后7、8点从那个展场出来，就会看到很漂亮的粉红氛围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了。对，所以欢迎大家，大高雄真的很美，我们支持一下。来都来了，7、8都拔了，10月18号让我看到你们，知道没有？跳讯息背景音乐部分有他唱的对，那个是真的可以点歌，这个是目前非常尊爵不凡的咖家，对，棋子的召唤。所以兄弟你倒是稍微看一下你的权益嘛，不要拔了之后才问说这要干嘛。虽然说每次你们问我说要干嘛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笑，然后也觉得很贴心，就是真的是很支持，然后其实也不知道干嘛，只是就是看到就想拔这样。看到就想拔，你们这群大佬看到就想拔。来，好，我们小妮妮再次为大家点播我们的卡甲，那么我们也再次的把我们的台摇板做一次练习吧。你们等我一下，卡甲的台摇板练习 again， 我要抓住它。我后面忘记输入台摇了算了啦。东西交给别人听完就偷了，不准盛红留下，以为不会被拔就说别再说了。我现在就是冲中包猫连滚带爬啦，怎样？来了你卡甲，吹了 K，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夜头看起这世界的沧桑，搁真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还这我的记忆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沉迷的孤寂，煞来予梦破醒。一丝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半定来离山澎开，牵着缘线，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含下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线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界的沧桑，搁真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还这我的记忆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游刃有余，现在是走走马马连滚带爬，我谢谢你们哦，没出息，这太快了啦，太快了你们，妈呀，沉迷的孤寂。煞来予梦破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定来离山澎开，牵着缘线。
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看得来这只有一片土地旁边，真甘酸，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原来情感有常只在我面门心。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还切我的起点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目标。本来真的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呀。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谢谢大家，谢谢你总为大家点播的这首非常尊爵不凡，要价1万块，但是可能对于他们的币值只有10块钱的台摇版卡甲花下催泪。对，我不过就是被拔起而已啦，对啦，不晓得就是可能是那个2首歌的时间齁。先给你们一个赞，虽然我说5000老师，5000老师来了，我也不敢做下去。5000老师，我们尊爵不凡的命理师5000老师啊，5000老师也超喜欢欺负我的，5000老师啊，没错啦，我现在在练 rap。好，我们这个匆匆隆隆游刃有余的这个 rap 练完之后，我们这个绕口令企划绝对是匆匆隆隆游刃有余。好，你们可以了解到我 rap 的成果，好不好？只因为 rap 是台语的哈，所以那个绕口令高几率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办法卷舌。对，你们都是友军，我都没有友军，我实在是太难过了，这实在是太难过了，都没了，太难过了。我决定要点这首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真的很难过。这首歌就是，等一下，我真超难过的，不然这首歌好了，真的难过，你知道吗？太难过了，真的很难过，对不起，我生气一下，我不要生气好了，真的难过，你知道吗？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跳出这首歌要我唱，我只好唱了。啊，不对，不行，我们要这个，对，只有这个可以唱。为什么跳出这首歌啊？等一下，我真的很难过，你们知道吗？这才是太难过了，你们知不知道？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哦耶！风雨变色，太难过了，你们知道吗？是谁在挑动我的神经？种种屈辱有如五雷轰顶，四目交接，我怒火冲天，人类总得有个极限。机会从来不给弱者同情。完蛋了，不会念，挡不住你我左闪右闪不会念。在电光石火照我看不见你的身影，该做些什么才能？有杀的够不够重？这杀个片甲不留，是敌人还是朋友？风云变色，一样两极就要融合，天地鬼神都在看我，站在资金的最低点。顶尖啦！哦，对你风声号里没有人打到我这勇气。每个时代都有新的传说，哦耶！被
赋，什么样的精明干练安排，什么样的诡辩命运，也许你我几乎都会忘记。这里该如何证明？好难哦。本来应该匆匆浓浓，游刃有余，现在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没出息。对，我只要阿过去，绝对会在节拍上。我知道了。什么碰运变色，什么东西都可以碰大姐，什么碰运变色，你们小心5566不排除提出告诉我。跟你说，是谁在挑战我的精明干练？是你们，知道吗？不行，下一首歌我决定要有一个精明干练，让你们知道我真的非常精明干练。下一首歌是。怎么办？最近好像没有那个，最近好像没有可以那个体现我精明干练的歌，完蛋了！我最近练台语练到整个什么？等一下，学姐，刚刚不是杂谈，我刚刚真的在很帅的唱556的风云变色，我真的在唱很帅的风云变色，你们感受不到那个帅气吗？匆匆的油焖鱿鱼好吃啊！你有想过K1 的心情吗？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556融合 K1 嘛，对不对？嘿啊 ，K1 跟556他们的那个灵压，我刚刚都显现出来的很帅啊，对不对？黑猫也拉塞，我刚刚不是这样唱的吗？等一下，所以那个不是5566吗？等一下，我怎么记得是他们合唱的？谢谢水灵宝贝，我觉得我应该安详的唱这首歌才对。我难过的是，我现在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的冲绳民谣非常知名干练吗？对啊，风云变色。我不要理你们了。水灵宝贝帮我 Q 到这首歌，就只有水灵宝贝是我的友军。我还打错字。我今天原本要做中浓浓游刃有余的开台，怎么回事？现在就叫水灵宝贝懂我。现在就只有水灵宝贝懂我。我要很安详的把我的心情唱出来。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对不起，我以为阿令在唱。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一首歌的时间瞬间被抱紧，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匆匆忙忙，游刃有余，不是吗？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
怎会失去方向？有一种悲伤，留在我过往，连滚带爬。有一种悲伤，是你我身上的光，给我温暖，却不准我遗忘。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4年才连滚带爬。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你们感受到我的悲伤了吗？不，你们感受不到，因为被拔旗子的不是你们，连滚带爬。谢谢大家，这是体现我今天心情的有一种悲伤。如果你们在当中听到了一些奇怪的歌词，那个基本上应该是被盗账号，请不用担心。好伤心，被拔旗到连滚带爬。你好意思说不？都好意思说，我要喝水。我要你们记住今天10月14号，我的连滚带爬，真的是超悲伤的，而且那个连滚带爬混进去，怎么会这么媚曲啊？不，我精明干练，我绝对精明干练，太难过了。下一首歌。真的是太难过了。我怎么升那么多 key 啊？我升了6 key 耶！救命！我要聘请我们地狱梗之王歌王 ，A.K.A 新人类萧煌奇老师来代表我的心声唱这首歌。有亲像最后一班人赶袂赴的火车。只有月光寂寞伴落地土骹，你讲拢是我误会，不是你变卦，本来就无爱，这句话使人就心痛。是谁感动感谢我？做你的雨伞，你困袂去的暗暝，电话来为你唱的歌，我予你真情，但你害我孤单。我的心内有种的花线无声，目睭起着大影叫我。胸口留着你的芳，双手把有你来靠我，虽然一张空，嘛已经有在等。我的心内有种要花线无声，原来哪会一人苦劝无可知，别人的话拢唔听，一心戆戆对。爱是倔强的情歌。你可以不要，
我在唱那么深情的歌，突然让我走心，可以吗？卡哇！风山对面顶咧挂，嘛拢无感觉。希望亲像玻璃窗，予你一过雄雄拍破，明明就有伤，哪搁点点徛伫这？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吵吵闹闹，连滚带爬，胸腔留着你的红，双手握有你来靠岸，虽然一条空，往事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情要看煞无声。原来哪会一人苦恨无脚爪，别人的话拢不听，一心怣怣跟你行，还是夹着虚空苦涩的情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首歌都可以看呢、我的心内有情要换煞无声，目睭起着大云，愿予人看，胸腔留着你的红，予人烧玫瑰的香，虽然一条空，往事已经有价值，我的心内有情要换煞无声。原来哪会一人苦恨无脚爪，别人的话拢不听，一心怣怣跟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目屎流过笑容的情歌。我用歌词范例，谢谢大家。现在心情是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就变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不晓得为什么短短10分钟可以变成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啊！怎么变这样？我今天不是很正常的歌杂吗？我今天已经不理你们，然后再唱歌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今天很乖的唱歌了，但是怎么会变成这般田地？怎么会变这样？我现在想起来，不是，我今天很乖的唱歌，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就这样子被拔起，然后就变成我还要这边绕口令，我还要这边和尚端塔萨塔？为什么？怎么会变这样？我是谁？我在哪？我最近不是在筹备台语专辑吗？然后我们 B Stage 演唱会要展开了，我在干嘛？我现在怎么被拔起了？为什么下面有莫名其妙的赞助条？我是谁？我在哪？怎么会这样子？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行吉马桑伊拉塞，不是，我就连乖乖唱歌都会出事，我就不应该乖乖唱歌，不是吗？我就不应该乖乖唱歌。我喝口水，而且大姐居然还没睡觉，我一直都是猪啊，对不对？而且我最近忙到猪都没比我忙，太忙了。正常唱歌有啊，我今天很乖的正常唱歌啊。对，我现在为什么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为什么？我怎么会？我明明今天想要我今天其实心情是很澎湃的。我就是看到昨天大高雄的场景变成粉红色，然后就很开心，就是我们真的是崩Breakpink 的 Hockey， 就是还好，就是天团愿意来高雄，然后我们刚好也是同一天，然后让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个 Pink 的美景。我今天心情很澎湃，然后做封面很感动，想要快点分享给大家，就是我的心情。然后我们他卡我这首歌也做好了 ，bra bra。
我就不应该好好唱歌的吗？我就不应该，因为对，为什么会 Q 到和尚端他上啊？为什么会44哦，好烦！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些东西出现，然后就变成这般田地？直播之神真帮你太久的，我就不应该太久没开台，对不起啊！哦，真的吗？啊，对，大钱哦，所以前阵子飞韩国还没回来，好好，旅途愉快。谢谢在韩国第一台，好专情哦。就这个礼拜只有今天可以开台哦，真的吗？好，所以我今天可能就必须要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我今天其实是匆匆忙忙的出现哎，我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哦，对，太开心了吗？对，我想说哦，好想念大家，我每次开台都好想念大家。然后我想说，好啊，我们立一下，来玩一下，好久没立了，就立。对，立一下，然后就被拔掉了。然后就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然后就没出息。没关系，我相信这一定会是个双赢的局面。等到我的台语 rap 把它内化成我细胞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就可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的把我们的绕口令的台词汇把它开起来，绝对会是双赢的局面。我最近忘了卷舌，对，我最近，你们不觉得我刚刚形容来武将有些口和音也稍微有进步了吗？就在唱台语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匆匆忙忙游刃有余，但是我在唱中文歌的时候，就变成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忘记怎么卷舌。人不作死不会死，豪生先生你说的真好。可是开台这3年，下次还敢，你知道吗？下次还敢。看着 Pink 心情很温暖啊，有有旗杆吧，只是吧？不是，长官话说你的4肢都没了，你还跟我拔，而且你还跟我冲头旗呀、头旗好玩吗？长官，感谢大姐加入39个月的猪仔专员，在忙也要看主播开台，就算是匆匆忙忙油焖鱿鱼，也要赶行程连滚带爬。哦，谢谢，感谢在韩国第一台，感谢在韩国第一台看我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变成了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只有10分钟的这个记录，谢谢大家。早知道我下次就用彩虹为单位了，什么1000块嘛，对大佬而言根本就在羞辱你们。早知道我那个彩虹就搬出来了，怎么会这样子？就念南港展览馆关小喵喵不行，我现在念出来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立起的时候都摸不着头绪，突然就开始，然后对本频道的大佬其实就最喜欢我立起，他们就喜欢看我从匆匆忙忙变成匆匆忙忙。而且他娃为什么你又被审核了？他娃又被审核。目前歌词的话还可以爬，看肚子饿了连滚带爬，小孩出生了连滚，是不是？我们 Saber 喜迎非常可爱的小公主，刚刚带着小公主来第一台，我应该要匆匆忙忙的唱歌，我居然是匆匆忙忙的唱歌给这对妇女听，怎么可以这样？哦，那你就安心了吗？对，下次还敢，谢谢。下次还敢？你们给我拔！这次用1000块为单位，我真的太小看你们了。我下次就要请回我的彩虹，让你们拔不起来。要官方网站吗？对。我最近讲话变成了一个橘子他妈，怎么了？橘子啊！完全可以了解为什么就是在学习台语的过程中，我们甚是会忘了怎么讲中文，怎么卷舌，真的会忘记。我努力了，谢谢你们的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的赞助，让我现在变得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也感谢我们的趴趴熊一次来2道，不对啊，我现在算起来，天哪，你们是想圆满我18号吗？1、2、3、4、5、6、7，你们直接10分钟拔17道，你们是想圆满我18道是吗？18号的 V 再次演唱会来都来了，你们是不是干脆连18道都圆满一下？我的天哪！我说12道，你们给我插17，你们给我拔17道，怎么回事？你们来都来了，不如就圆满一下18，是不是？我们家大佬们太会了，太会了，谢谢你们！
我今天好圆满，圆满到我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了。你们开心吗？我想你们一定非常的开心吧。谢谢你们大家。17道也是很圆满，18道越发圆满，谢谢大家。好，先去唱歌没关系。真红いらっしゃい ，OK， お疲れ様。いってらっしゃい。还有不学客语吗？因为我这边可能没有客语的资源，不然我会有机会想要碰看看。我觉得每一种语言其实都真的是很棒。没有啦，我只是想说，反正18号来都来了，反正18号这个18这个数字，17跟18不就差1吗？我跟你讲，数学再烂我也不会说它差2啦，怎样？嘿，它就是差1。好，我数学小天才，谢谢。无中生有的棋子，谢谢你们，你们开心，我也开心。有看到我的笑容吗？满满的笑容，这就是我的笑容。我以为没有这么简单。18道，我设了17道，你们怎么会变成18道呢？对不对？你们家还没18道，对不起，我数学有问题。我以为我设18道太难，我以为没这么简单，我以为，真的是我以为啊，真的就是我以为啊。对你们而言实在是太过简单，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的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拼命插旗，感觉累了就拼命霸气，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有人找你，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我以为你们拔不起来，那个曾经也只是30分钟之前，不是吗？哦，就能去把别的全部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拼命插旗，感觉累了想不到就被拔起，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有人救你，
起，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霸气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霸气。哦，被霸气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我曾经以为霸气真的没这么简单。是啊，每一次都这么觉得。我哪一次不是匆匆隆隆的力气？然后为什么每次都会变成匆匆忙忙的被霸气？我没有骂你们霸气，我只是问你们霸气并不简单，为什么你们就是有办法连期待都拔起来？原本12道，现在要变成17道，你们干脆圆满到18道算了。多多好香肠好吃哦！我今天是几点开台啊？我现在已经开3小时了。天哪，这个精神时光屋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今天才上几首歌而已。我今天1、2、3、4、5、6、7、8、9，我现在怎么会这样？我3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怎么会这样？马克先生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就不应该唱歌，你们知道吗？我就不应该唱歌，然后就出事了。我就不应该唱歌的啊。我难得可以开台，我真的感受到大家的专情。对，难得可以开台就算了，你们还给我蹲点就算了，还在等我立起完马上拔起。我就不应该好好唱歌的，不是吗？每次唱歌都出事。感谢比利，神灵宝贝，下次还敢这么爱插旗，又会心疼你，最后受伤的就是自己。等一下那个是很像是某一首歌，对不对？有吗？因为砸掉了，很好破纪录了。风云变啊，对，还有风云变色，3小时就是，我居然被YF先生抽了。哦，没有骑了，小喵喵你乖，没有骑了。我只是想说，反正现在都已经17道了，你们要不要圆满人家18道？就这样子而已啦，没有这种东西。对，没有骑，就这样，对，大家莫急莫慌。我要谢谢大家，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度过这个3小时的一个歌杂。对，而且莫名其妙的，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现在被拔起？我们的大高雄工业国才是我今天杂谈，我今天歌杂的重点，不是吗？好，虽然说莫名其妙的2首歌的时间被拔起，但是我要谢谢大家没有离开过，真的没离开过。所以下一首我要献给大家的是阿刁，谢谢。不是啦，一样是翻唱的，很棒的。对，这个没离开过，唱太多次了。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野味阿刁咯。哦，我们这首歌又一阵子没唱了哦，也是嘛 Angela 张韶涵哦最喜欢的天后之一咯。谢谢你们没离开过，但是我今天想唱阿刁，谢谢。谢谢大家，我们 Angela 版本的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秃鹫一样栖息在山顶上。这个一定要会卷舌哦。阿刁，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
打一壶甜茶，我们聊着过往。狩猎吧，回归大自然吧，你各位。阿刁，你总把自己打扮得像男孩子一样，可比格桑还顽强。阿刁，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相，你何时下山？记得带上卓玛刀。灰色帽檐下，凹陷的脸颊，你很少说话，简单的回答。明天在哪里？谁会在意你？即使倒在路上。接受放逐困惑自由，就像风一样吹过忐忑不平的路途，慢慢的脚步婆娑，慢慢的足迹斑驳，活着的一丝痕迹都不留在这里。可我还是不会因为痛就放弃希望，收过的像张城坝，开出无比美丽的花，收过的像张城坝，开出无比美丽的花。阿刁，明天是否能吃顿饱饭？你习惯孤独是一种信仰。阿刁，不会被现实磨平人家，你不是这世界的人啊，没必要在乎真相。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爱。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你是阿刁。阿刁，爱情是离悲伤的种子，你是一棵树，你永远都不会哭。你好，这位是啊，斋斋，洛青斋斋，你好，欢迎欢迎，这位是什么很好玩？是精明干练啊，精明干练的猪猪啊！阿奇，你何时被绑？记得带上。三哥，你不是在送货吗？我的匆匆隆隆游刃有余都没了。谢谢大家，我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猪猪，不晓得为什么变成这般田地。我之前想说只是想开个台，然后露个面，很想念大家，然后推广一下我们本周
10月18号 B Stage 演唱会即将来到我们大高雄工业国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你们看我后方好美。我们的 BLACKPINK 也在同一时间抵达我们大高雄工业国，所以我们像大高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粉嫩，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要宣传这些东西的。我就不应该唱歌，我就不应该唱歌了，我就被拔起了。就2首歌的时间很可怕欸。而且我想说，好，我就骑插在那边，然后我就故意不要理你们，我就唱歌。对，唱歌不要理聊天室，唱歌不要理聊天室。原本我是这么想的，哦，刚刚去换尿布吗？奶爸辛苦了。猪猪的歌声，大阪港啊，大阪におるんな？哎，你居然哇，好多人出国，我的天哪！辛苦了，谢谢大家。虽然不晓得像是怎么样的状况，但是我是台湾 VTuber 的迪卡囤着机，我希望还有意识的在这边跟大家聊天讲话，这应该不是梦吧？谢谢你们。对，总之谢谢你们没离开过。但是我今天特别想唱阿刁。刚刚那首歌是我们 Angela 张韶涵有翻唱过的阿刁。因为唱的实在是封神啊，太封神了，所以他以这首歌直接在对岸封神，好不好？那我收集莫桑石的秀词吗？哦，这个啊收到吗？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可能要问我们那个 TW 我们伊甸园之声的那个他瓦先生。对，毕竟就可能就是年收上亿的这位他瓦先生，就弄一个什么莫桑石之类的基本上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每天的那个既定的SOP 小儿科啦对，然后就会跑来看直播。谢谢你特别过来看猪猪直播。这边是非常非常喜欢推广本土文化的迪卡囤主机，你可以叫我猪猪或者是迪卡。然后这个主播很精明干练，你们不要听他们讲一些什么奇怪的烹或者什么奇怪的精萌干练，对，那是因为对他们很坏，他们的话不能听，因为他们是臭男生，知道没有？跟我念一次，臭男生。谢谢你们天哪，不会这个哉哉也是男生吧？等一下我不是骂那个初见朋友，我只是说我们的面线观众，他们都很奇怪，他们都是臭男生。这个肉词超级推出去的，对，我们现在有吃到演算法，嘿，我只能说水灵宝贝，你简直秀词的品味越来越好了，对，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做流量密码了。他前面本人扫地的技能还不错。对，我们身为大佬是非常低调的，对，我喜欢乔装成清洁工，然后实际上是大佬。你们知道我们高桥洋子小姐也是如此吗？喜欢不是安装，对不起，我在讲，我像中文毁灭了。喜欢乔装成服务生，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厉害。对，我那一阵子超喜欢看那个综艺，超级综艺当初也是这样被推广的吗？我们 YF 先生不是被我们那个玲玲学长直接就是在线下被迫订阅吗？是不是？我机敏概念有推给推，什么真的很好玩？到底哪里好玩了？是哪一个是女生吗？双生系吗？原来迎来了我们非常非常中性的好朋友吗？谢谢。看到以为猪猪被求婚吗？不是，只是我们大佬因为就是这个莫桑石，对他而言真的是太困扰了，就是家里有上千颗上百颗在困りますから困りますまあ因为很困りますね困るから怒ってしまったわかる记忆体又不足了，怎么会这样子？等一下，瞬间我追不到聊天室，记忆体瞬间不足。好，就在记忆体瞬间不足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好。迅雷不及掩耳，我们直接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现在突然唱起这首歌，我只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因为我可以开台的时日不多，我要唱爆将会二姐的歌。维纳里基，上河大家。怎么又突然记忆体不足了？好，
我要把你们聊天室抓回来，抓抓。花哪里去？虽然去，搁开景无共时，叶哪落多随不去，果花已经无共味，阮知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过去。红花无香味，芳花也无红样式，一见大家双头天。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变成走走抱抱，连滚带爬。啊，怎么唱？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这句真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抗下去。我们成功让回哪里一也变成了一个没出息的形状了。可以耶，这首歌也可以耶，怎么这么神奇？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我只能说，二姐，我对不起你，居然没想到也可以抗进去。哪有什么萌的草声太多，没有这种东西，玩过头了。不是，我们真的很认真要唱这首歌，不要这样，对不对？阮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过期。红花无香味，芳花也无红样式，一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到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到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寒冬也会变春天。没出息的回忆。有我在深呼吸，很会吗？谢谢猪把我们刚刚的气氛比跳痛更会更想翻桌嘛？但谢谢大家，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跳痛更会还要再痛的一个玩法了吗？居然会痛到你各位大佬居然不可思议！你们的防御力不是很强吗？会痛的哈，找到面试们会痛的地方，然后到会疼哈，会痛的哈，才不帮你们呼呼。要帮你呼呼，要帮你呼呼，我才不要！断ります。好啊，那首歌其实我也不会唱。好了，我居然唱到4
点了，我的葱葱胧胧游刃有余就这样没了。兄弟们，我的葱葱胧胧游刃有余就这样没了。我就说为什么唱歌会出事？我就说很奇怪，为什么唱歌会出事呢？不对啊，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峰回路转欸。我就问为什么我连唱歌都出事啊？虽然说我现在的状况有点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但是快点把我们娘娘制作的这首助声的 BGM 来听一下，让我就是缓和一下我的精气神。对，这首歌可以让我葱葱胧胧游刃有余，它非常的治愈。花枝好吃啊，可是花枝为什么会变成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觉得比西多更好一些。我谢谢你们了，我谢谢你们，你们就笑我，让你们在10月18号笑不出来，这比跳通来的居然是这样子吗？我才不要帮你们呼呼臭男生哦！时间会被偷走，像居然快4点了。有啊，出事了，YF先生出事了，出大事了，你知道吗？有啊，有出事了，在那个出事的瞬间就是10分钟，就是那个右下角啊，那个右下角就是代表出事了。那个妮妮，那个趴趴熊，那个塔瓦，那个薄荷，那个吃瓜的燕蛋，那个三哥，全部都在跟我吃瓜，全部都在跟我吃瓜。一瞬间，我现在不能见客了，挡起来。2首歌的时间就这样子啪没了。整场直播的分隔线是在立起那一瞬间，不是这样，不是唱歌出事哦。毕竟我这么精明干练，我顶多现在可能国语不太会卷舌，但是我努力在精进我的台语，应该是不至于会出事，应该啦。对，出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三哥，你是暂时失去记忆吗？祝快乐吗？很快乐。谢谢你们，我也好快乐。我真的超快乐的事情。我们真的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是在不一样的次元吗？花枝沾美乃滋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不过美乃滋说真的热量比较高，所以我在热量控管的状况，我会沾什么？我会沾鱼露酱，鱼露酱。对不起，我的中文暂时被献祭台语那边去了。我现在精进了台语，我的中文不见了，请各位多见谅。但是在我们的绕口令台词汇之前，我会把我的国语讲回来，好不好？鱼露酱沾海鲜很好吃。对，我只是想用中文好好的讲这句话，就会讲对，10分钟恋爱。长官，你透露你的年龄，长官不是这样的，不是唱歌出事是吗？不是唱歌出事吗？我就不应该唱歌啊！真无奈的快乐。今天歌仔破纪录是这样吗？我今天原本想说，好难得有机会开台，然后刚好高雄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模样，想说快点把这个市景变成猪猪今天配信的重点。感谢大高雄工业国迎财神到！我真的谢谢你们这群财神爷啊！而且明明猪猪很想立起想玩这对，其实对很爱立起，对我没有在藏的，对超爱立起。我就想说你们他妈一定拔不起来，对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没那么简单。我当时是そう思ったけど勝ったことがないぜ。思えば本当に勝ったことがないね。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这3年间，我真正是没赢过呢。这是什么款情形啊？
这真正是什么款的情形啊？我看无呢。这3年多，我真的没有赢过你们大家。我现在峰回路转，今天的歌杂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突然就被拔起了？而且为什么我10月18号还得要在你们面前说我自己碰？到底是谁插得起？到底是谁这么皮？少碰精致食品，好吧，鱼露哈少吃，我知道。对，你们知道那个鱼露沾海鲜好吃，海鲜沾鱼露，我在讲什么？不对，那个主词跟受词很像对调了，不好意思，我现在就连那个文法都毁灭了，主词跟受词不太一样了。那个鱼露沾海鲜，主词跟受词不一样，不对，我就连文法都限制掉了。虽然听起来看起来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那个好大姐，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好。鱼露确实对，你们知道我鱼露都会稀释吗？我都还会再加一滴爱配温开水。好，知道这个梗的代表那个可能你们阿嬷曾经有看过这个广告但是有赢过有赢过是我心软吗？我就不应该心软哦！可恶，花了放。其实刚擦没多久就那个燕蛋很爱拔起，他就很爱潜水，然后很爱潜水，就是在等我力气，然后就来拔一下，来都来了就拔，来都来了就拔。啊，我说霸道先生，17号是你生日是吗？啊，你来都来了，你要不要补一道？我觉得来都来了这句话真的很好用鱼露对鱼露沾海鲜，我的主词跟受词整个也毁灭了。水灵宝贝，你看起来你要笑脸，喜欢说你也在黑咳嗽、嘎嫂、懊斗，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个梗？3年来结论，不要跟资本，对，我就不应该跟资本叫嚣，对，我不应该，但下次还敢，好吗？下次还敢，被钱财到不会讲话。我觉得我今年已经很乖了，我今年尽量不力气，因为我今年因为跑了募资大计划，所以我尽量乖了。我觉得我很乖了，我觉得我很乖了，我觉得台湾有天然鱼露，可是真的吗？我看一下，爷爷不做了吗？所以大姐的爷爷会做鱼露，也太厉害了吧！鱼露沾得死。等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嘛怎样15分钟嘎嫂懊斗？天哪，你们的阿嬷一定都很喜欢那个什么那个药，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去红霞还是什么啊？忘记了。高阶会员的回馈有香菜那些，那个是赢吗？那个真的是赢吗？你们确定？可以真正是赢吗？高阶会员，你生日过了吗？晨3期好刷票吗？是沙 K， 等一下，为什么连仔仔都知道？仔仔，你的阿嬷一定很喜欢看，对不对？等一下，是沙 K 有刷票吗？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等一下，所以我说谢谢胡说八道先生。哇，我胡说八道先生真的是来都来了，就说来都来了，还差一道是不是？好 ，OK， 差一道。不是，你们倒是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在拔什么旗？我们这个妮妮，她一次就拔了10只，然后就问我说，所以你们在拔什么？不是，你们倒是了解一下你们的那个反馈，你们的那个什么或权益？对，不是反馈是权益。对，我在讲什么？你们倒是了解一下你们的权益好吗？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对，然后胡说八道先生，你倒是也了解一下我们在拔什么旗吗？对，怎么大佬都这样？谢谢你负债还赞助啦，谢谢你胡说八道先生。少精牛妈，你为什么会这么了解？居然是少精，不是3期火刷标。3期火刷标的少精，谢谢各位熟男们。天哪，我真的觉得不管是我的歌单还是那些老牌广告，我都跟不上你们了，我看不到你们车尾灯所以3期火刷标也是少精，是不是？这些广告我很久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对，你们真是我的骄傲，你们是本频道非常非常重要的金流来源，以及我非常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啊！
K 红霞吗？到底是哪一个啦，熟男们？10年前的广告，Saki 吼刷票少金哦，是在一起的，恰恰总裁是在一起的吗？Saki 吼刷票少金，我说霸道先生，你倒是了解一下在拔什么井。好，总之呢，今天被拔了，就是那个。我要用我非常字正腔圆的中文，然后跟大家绕口令。只是我虽然说对于我自己的中文是非常的有自信，字正腔圆，但最近我在努力的练习台语，跟筹备台语专辑。我觉得我的台语稍有进步了，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最近唱国语歌曲不会卷舌了，就变成说，就不晓得为什么我就立了一个旗。因为他们都笑我现在不会卷舌，什么44字，什么好像端汤萨塔，他们就笑我不会卷舌，我就气到把旗递在那边，你们拔咯，然后就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依旧得过在吗？我交代的应该够清楚了吧？不清楚的回去看回放哈。啊，对，我现在回放关掉了，对。你们看不到回放，不要让你们看回放，不要这样，8月1号先生，我的卖药台要520，还让你们玩不够吗？卖药台先拔了再说，这是大佬的手法没有错，看到旗就想拔，至于拔了之后有什么回馈哈不重要，对。三只雨伞标是 logo 是不是？哦，Saki 吼刷飘少精，我现在讲台语是正确的我现在不管合口音、促音之类的都很重视它的发音，然后以至于我的中文不行了，我的中文不好了，你知道吗？你是太久没看电视，反正是小喵喵，青春无敌，别人是字正腔圆，你是，所以，哎呀，我说霸道先生那个好叫，红鲤鱼丽啊，不行，小喵喵这个太难了，红鲤鱼与逆女。我现在不要念这个，现在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Ulo 安玛西也是他家的产品哦。喜欢抓信安这么了解，那说卷舌不太行，就给几个绕口令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你们知道吗？这只猪怎样？下次还敢？谢谢大家。感谢今天大家来到猪猪的频道，我们在非常和谐的、非常文化传承的 Saki 吼刷飘少精的这个情节下，圆满的结束今天这一回合。我相信心情非常的安详，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顶着大高雄工业国非常漂亮的粉红限定版本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我们要喜迎礼拜六，我们在非常非常美丽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要见到大家。对，我现在还是措手不及的，觉得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我现在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没关系，大家可以回去看回放，虽然那个回放可能有点难找，因为起承转合只有10分钟，谢谢大家。这的确是因为我实在太精明干练了，应该会让大家找不到这个起承转合，谢谢大家，所以大家不需要去找，谢谢。完美怀孕为什么会台湾过？布袋戏的开口哦，布袋戏的开口更较难呢。听说布袋戏那个很像不太算是比较正确的台语，他们那个很像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话去了，咋个混进嘎嫂奥斗。我们讲到这个，我们久住经验的新社会也非常非常的了解哦。你说什么呢？标准中文绕口令不是？你说的没错。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觉得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哎，怎么唱啊？我们只喜欢小确幸，哒哒哒哒的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什么不公平又忘记了，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
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朱迪卡，只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个好像就不在拍子上了，算了，不是了。谢谢大家。还有一句，把自己作死就死不了，是这样吗？所有原因就是不会啊，你们熟男们不会老，我都会说你们是很成熟的一群。先给关键字，就 punk。所以我说那个他娃不需要给关键字，一切就是精明干练。谢谢大家，官话。好你云云逆女，8月1号先生，你最好10月18号不要出现在我眼前。今天结论，迪卡是，我不是恰吉粉，我没有，我不是恰吉粉，真的啦。我以前看到鬼娃恰吉会做噩梦，真的啦。我现在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去找下一位香香的老婆了，我只要快离开就好了啊！等一下，为什么现在后台界面我看不太懂？我现在想要降落，也不知道去哪里降落。等一下，但可以不要让我就想降落也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吗？我现在要设定降落在哪里？等一下，我为什么现在要设定降落也要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但后台我现在看不太懂。应该是这里。不是，我只是想降落一下，为什么？你就不让我从容容游刃有余一下吗？对，应该是这样。我想要从容容游刃有余。好，我现在找到可以降落的设定的地点了。恰吉粉听起来好像很好吃，想不到改过。等一下，为什么你们都知道？1星2胜3多4为5福6和7显8的9路失去，可以，好险！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的子民还没有落差。对，YT 界面又改了，不是啊，我就不能匆匆浓浓游刃有余的结束这一回合吗？来，我们要匆匆浓浓游刃有余的去找我们辉达。感谢辉达以及我们16大师兄的照顾，在猪猪的原创曲首播以及我们的 DOV 台语专辑的募资企划都有替猪猪推广以及降落，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李赖虎的照顾咯，我们互相照顾。现在我要匆匆浓浓游刃有余的把大家降落过去咯，谢谢大家。不，最近诺已经被本姐被社姐讲自己社姐好奇怪，被社姐迫害到一个不行。我们先去感谢一下感谢啊！我的中文，咱先去感谢一下，很难得这个时间也到拄到咱回答好不？我直接讲台语好了啦，好烦哦。我们去感谢一下，都是你们啦！我还必须要在10月18号差3个人感谢给您听。都是你们花了发的刚侠，我们去感谢一下我们李赖虎的照顾。难得这个时间可以遇到达达，我们去找他玩吧。谢谢大家，看到我今天匆匆隆隆游刃有余的结束这一回合，不要怀疑，绝对就是匆匆隆隆游刃有余。有那个什么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是被盗账号，谢谢被盗账号，谢谢，就是被盗账号。再说一次，就是被盗账号，谢谢。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况，全台语直播，全台语完蛋了，真的是个台湾国语，全台语直播好像反而是没有问题的。最近台语被精进了不少，但不行，我的中文不能被献祭，不行，我努力把它讲回来。我要匆匆隆隆游刃有余的那个什么绕口令，对，一下想不起来那个绕口令的台词回，我一定会非常飒爽帅气的登场，知道没有？你们就等着看着我匆匆隆隆游刃有余，在了。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フェイター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要降落到大家的频道呢，我们要匆匆隆隆游刃有余的降落咯。谢谢大家，我们10秒之后马上降落。至于10秒到了，我会不会降落，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
这个音乐很好听，我带大家听完好了。谢谢你们，我们听完就降落。感谢各位。总之，礼拜六会见。但是礼拜六之前会不会有突发？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哦，期待我的台湾国语哦。好啦，我的中文会把它讲回来了哈。谢谢你们，我的熟男们，拜拜。